括呢個世界上最頂尖嘅私募基金同埋風險投資機構，佢哋係做到失敗率就算高達80%，都一樣可以長期咁贏錢。除咗以上呢3個秘技之外，你仲想唔想學多啲？如果你想多一個 bonus 嘅話，你留到課堂嘅最後，我就會講埋第4個秘訣，亦都係今日呢個課堂精華中嘅精華，就係我喺最後嘅部分會分享我點樣通過投資同埋交易財務自由，而呢一個嘅方法係可以應用喺絕大多數人身上，因為我係唔單止研究自己嘅成功方法，仲研究咗好多同我一樣通過投資同交易做到財務自由嘅人，原來大家都係用緊呢啲方法。咁當中有咩共通點？點樣可以將成功嘅秘訣複製？我都會喺最後嘅部分嗰度將呢啲秘密一一分享俾你。我好有信心，就算你係新手或者資本唔多，或者係有一份全職工作嘅生意，我教你嘅策略同系統都可以幫助到你成功。所以記得一定要將呢個 webinar 完整咁樣睇到最後。可能你會有一個疑問，就係既然我已經通過股票財務自由咗，自己收收埋埋賺錢咪得咯？點解要將呢啲秘密分享出去啊？其實有呢個疑問嘅唔單止係你一個，不時都會有人問我，所以我索性就喺呢度簡單回應一下。雖然好多人都唔明，我將我嘅交易方法教俾更加多人，其實係會令到我嘅交易方法更加穩定嘅。舉個例就好似點解好多時候你會見到股價跌到去200天線就會出現反彈，而唔係179天線或者147天線，因為200天線嘅交易方法好多人學同埋好多人用。例如著名嘅對沖基金經理 Paul Tudor Jones， 佢都會用200天線嘅方法作為佢嘅投資指標，甚至教人用200天線嘅交易策略。咁越多人用嗰個嘅交易方法就會變得更加穩定，而179天線或者147天線根本冇人講、冇人教、冇人用，所以179天線或者147天線嘅交易方法自然就唔穩定啦。所以教人投資交易呢一個係一個利己嘅原因。但係當我從事咗投資教育一段時間之後，推動我繼續教人股票交易嘅原因就遠遠唔止利己嘅層面。尤其當見到自己可以幫助同埋改變到好多人，並且不斷收到來自學員嘅感謝同埋報喜信息嘅時候，我發覺呢一個推動力更加之大。呢一種嘅成就感同埋滿足感係遠遠大於自己賺多啲錢。當我見到呢個同我講佢嘅本金翻咗214%，嗰個人又同我講以前不斷輸錢，但係我嘅教學幫佢喺1年之內賺到30萬美金。咁相比自己一個人獨自喺股票市場上面賺錢，我喺佢哋嗰度分享到更加多嘅喜悅。有時唔一定個個同我講賺到好多錢嘅，但係好似阿 Benny 咁樣，佢曾經喺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輸咗好多錢，幾乎想結束生命。但係我嘅教學令到佢重燃咗鬥志同希望，特登寫信嚟多謝我。講真，呢封信真係令到我睇到眼濕濕，因為我都曾經試過輸身家，我係好明白佢當時候嘅心情。後嚟我亦都喺好多嘅投資名宿身上重新得到力量，重新站起來。我仿佛感覺到我係做緊當年呢啲投資名宿所做嘅嘢，將自己嘅經驗同埋知識分享出去。無論接收到嘅人係咪因而賺大錢都好，但係總會有機會幫助到同埋鼓勵到呢個世界上某啲咁啱好需要你嘅資訊嘅人。呢封 email 嚟自我另外一個嘅學員，咁佢係好謙虛咁表示，雖然佢呢一年係做唔到100% 回報嘅成績，但係佢都好感恩我將我嘅股票交易嘅知識同埋思維分享俾佢。咁啊，今年係達到咗自己嘅交易嘅目標，做到自己滿意嘅成績，同埋學到保持進步同埋提升自己嘅重要性。所以呢一啲嘅感謝信，令到我見到將自己嘅交易技巧同埋投資思維教出嚟俾人，係做緊一件正確同埋無比有意義嘅事情。所以點解我要教人？有時做人唔一定乜嘢都係為咗要賺錢，人生不斷做緊啲有意義嘅事情，照亮更加多嘅人，一樣都可以係你堅持做一件事嘅原因。即使其他人唔明白你、質疑你，我哋未來一齊加油，好唔好？我哋接下落嚟就講第一個秘技，到底我哋係點樣喺無論升市跌市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持續獲利呢？好多人以為淨係學識咗買入同埋沽空方法就得，即係話股市升嘅時候就買升，揾位買入股票；股市跌嘅時候就買跌，揾位沽空股票。但我可以話俾你聽，買賣技巧其實只係基本，能夠全職做股票交易嘅交易人，我哋嘅着眼點根本唔再係買賣股票嘅方法。唔知你有冇試過買中一隻股票，或者期貨或者加密貨幣乜都好啦。總之你入場之後，佢就照住你嘅操作方向一路發展，喺好短時間之內升咗100%。你一路賺住錢，一路好興奮，好想乘勝追擊，越賺越多。於是乎你不斷喺市場上面揾下仲有冇其他嘅交易機會。咁啱你聽完某某某分析之後，覺得好有道理喎，於是你心諗橫掂之前嗰隻股票都升咗1倍，有錢賺緊，所以唔怕買喎。咁你就買多2隻股票啦。點知好景不常，後邊買嗰2隻股票買完冇耐就跌。你仲記得當時有某某某推薦嘅時候講過跌10%就止蝕，
咁你就好聽話咁將嗰兩隻股票執行咗指示啦。點知你睇一睇你個賬戶，竟然由賺變蝕。明明之前嗰隻升咗1倍嘅股票都冇乜點跌，啲利潤都仲喺度，但係點解新買嗰兩隻股票就幫你蝕晒升咗1倍嘅嗰隻股票嘅全部利潤呢？點解會咁噶？你覺得你已經做足晒功課，亦都好似好多人所講咁嚴守紀律，所以贏嗰隻股票，亦都喺佢發展方向對你有利嘅時候讓獲利滾存。而且輸嗰兩隻股票，你就算聽完人哋講都自問做足功課啊，因為佢喺發展方向對自己不利嘅時候，你就已經按照原定計劃果斷咁及時止損啦。但係點解升100% 嘅股票嘅獲利會比輸10% 嗰兩隻股票完全吞沒，最後由賺錢變蝕錢嘅呢？哦，原來升嗰隻股票呢，你只係買咗佔你整個賬戶5% 嘅倉位啫。而另外輸嗰兩隻股票，每一隻你係買咗成30% 嘅倉位，兩隻就合共60% 嘅倉位。10萬蚊本金嚟計，贏嗰隻賺咗5000蚊，輸嗰兩隻股票每一隻輸3000，合共輸6000，所以你而家咪倒輸1000蚊咯。其實剛剛所講嘅例子咧並唔罕見嘅，而且呢啲嘅情況仲有好多嘅變種。例如話贏咗一排之後，明明賺咗唔少錢，賬戶已經有唔錯嘅增長，但係佢係俾1-2個錯誤嘅投資決定，就令到所有嘅獲利消失。甚至將過去1年、2年或者幾年嚟喺股票市場上面賺到嘅錢，全部俾翻晒市場。有啲人仲要之後一沉不起，越做越輸添。例如話佢哋曾經將本金由30萬變到50萬，點知因為1-2個錯誤嘅決定，令佢由50萬變到得翻25萬。雖然曾經由25萬係上翻28萬嘅。咁喺呢個時候，佢哋通常每日都會好留意財經消息，每個星期都會研究經濟雜誌，並且好積極咁樣喺網上面學習股票知識。但係總係不得要領，越做越輸，由28萬變到得翻23萬、20萬、15萬、12萬，最後灰心到都唔想再理自己嘅 account。所以從呢啲例子，你見唔見到買啲乜嘢股票即係 what 嘅問題，幾時買幾時賣即係 when 嘅問題，點解買點解賣即係 why 嘅問題。就算知道晒，都未必可以令你長期穩步咁樣增長你嘅賬戶同埋財富。全職或者專業嘅交易人，我哋嘅着眼點根本唔再淨係聚焦喺股票本身，即係嗰啲 what、when、why 嘅問題咁簡單。咁你想唔想知道我哋 focus 喺啲咩嘢上面呢？嚟緊請你準備好你嘅紙同埋筆，記低第一個交易秘訣。真正嘅長期賺錢嘅秘訣，唔係 focus 喺買賣啲咩，而係 focus 喺自己交易賬戶嘅 equity curve 同埋 drawdown。equity curve 即係賬戶嘅正值曲線，而 drawdown 即係賬戶嘅回撤幅度。專業嘅交易人會將賬戶嘅 drawdown 放喺第一位，唔會俾自己賬戶嘅最大回撤幅度下跌超過8至10%。我拎以下2個交易人嘅例子去解釋，你就會好易明白。A 君嘅交易賬戶叫做賬戶 A，B 君嘅交易賬戶叫做賬戶 B。咁佢哋交易賬戶嘅起始資金一樣都係10萬蚊。喺一開始嘅時候 ，A 君將佢賬戶嘅資金平均咁樣分散投資，合共係買咗4隻股票，每隻股票25% 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咗25000蚊。點知當時有市況唔就，股票買入咗冇幾耐之後就下跌。而 A 君其實都有啲交易基礎，佢明白止損嘅道理，於是佢喺啲股票跌咗10% 嘅時候就止損，亦即係每隻股票輸2500蚊。而家佢賬戶資金得翻9萬蚊，回報率係負10%。我哋而家睇下 B 君，其實 B 君同 A 君嘅入場時機都係一模一樣嘅，但係 B 君係一開始嘅時候，佢定咗每筆交易最大可承受風險係賬戶資產嘅1%。咁我哋呢度用 maximum drawdown 嚟到表示，亦即係話每筆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1000蚊。而每次所有交易，無論自己持有幾多隻股票都好，如果全部睇錯，佢最大可承受嘅風險係賬戶淨值嘅4%。換言之，每一次嘅交易，如果全部股票都觸發咗止損嘅話，佢成個股票最多都只係會輸4000蚊。咁佢一開始嘅時候都係睇中咗4隻股票，假設嗰4隻股票買入價都係10蚊。咁第一隻股票佢知道如果跌穿9個半嘅話呢，股價就好大機會繼續向下，所以第一隻股票佢嘅止損位係5%。由於佢定咗每筆交易如果失敗嘅話，最多只係可以令到賬戶 drawdown 1%，即係最多只係可以輸1000蚊。所以佢只係買咗2000股，以買入價10蚊嚟計嘅話，就係2萬蚊嘅投資。因為2萬蚊嘅5%就係1000蚊，亦即係賬戶淨值嘅1%。咁其餘嗰3隻股票佢嘅止損位都各有不同嘅，因為每隻股票嘅支持位都唔同。就當其餘嗰3隻股票都係7% 止損，每筆交易同樣最多只係可以令到賬戶 drawdown 1%。呢3隻股票最多就係令到賬戶 drawdown 3%，亦即係最多只係可以輸3000蚊。咁所以呢3隻股票每一隻就買咗14286蚊。好快咁樣計一計。第一隻股票買咗2萬蚊，其餘3隻股票買咗42858蚊，所以佢嘅股票倉位係62858蚊，亦即係成個賬戶嘅62.86%。結果市場下跌，4隻股票全部止損，B 君損失咗4000蚊，
賬戶資金而家得返96,000蚊，回報率係負4%。嚟到第二次交易，跟住市場有所反彈，A 君認為值得再試一次。而今次同上次一樣，A 君再精心挑選咗4隻股票，每隻股票又係25%嘅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咗22,500蚊。點知原來市場嘅調整未完嘅，4隻股票又再喺下跌咗10% 嘅時候全部止損，平均每隻蝕咗2250蚊，整個賬戶又再 draw down 10%。而家 A 君嘅賬戶資金得返81000蚊，回報率係負19%。第二次 B 君同 A 君嘅入場時機都係一模一樣，每次所有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整個賬戶淨值嘅4%。佢同第一次一樣都係買咗4隻股票，第一隻以下跌5% 為止損，另外3隻都一樣係以下跌7% 為止損。咁所以佢第一隻股票就係買咗19,200蚊，因為19,200蚊如果虧損5%就係960蚊。亦即係等於賬戶淨值嘅1%，其餘嗰3隻股票每隻買咗13,714蚊。換言之，佢呢4隻股票合共係買咗65.5% 嘅倉位。結果呢，市場繼續下跌，同 A 君一樣 ，B 君嗰4隻股票全部都要止損。B 君嘅賬戶又再下跌咗4%，賬戶資金而家得返92,160蚊，回報率係負7.84%。好啦，嚟到第三次交易 ，A 君喺呢個時候知道要耐心等待。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見到市場進入咗盤整啦，認為今次應該見底。但係咧，過去嗰2次失敗嘅交易，令到佢有啲驚今次又再睇錯，因為佢嘅賬戶已經下跌咗19%，得返81000蚊。所以佢今次買少啲，倉位都做細啲。今次只係買咗2隻股票，每隻做10% 嘅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8100蚊。結果佢今次睇啱咗啊！2隻股票都升咗30%，平均每隻係賺咗2430蚊。咁而家 A 君嘅回報率大約係負14.1%，賬戶資金係85860蚊。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又睇下 B 君做成點樣。到第三次 B 君同 A 君唔同嘅地方係佢冇俾佢過去2次嘅失敗交易影響咗自己，而且佢嘅賬戶只係下跌咗大概7.幾%，輸咗7840蚊，not a big deal。所以第三次佢同 A 君嘅進場時機都係一樣。咁佢今次又係揀咗2隻股票，每筆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賬戶淨值嘅1%，而每隻股票平均輸5% 就要止損啦。所以咧，佢每隻股票嘅倉位大約係20%，亦即係每隻買18,432蚊。結果佢今次同 A 君一樣睇啱咗，2隻股票都升咗30%，平均每隻賺5530蚊。佢賬戶嘅資金翻返去10,03220蚊，換言之已經係正數回報3.22%。好啦，我哋而家翻返嚟 A 君，佢喺第三次交易贏完之後 ，A 君有翻啲信心，佢覺得市場仲會繼續上升，所以今次等到市場有少少回調，佢又再入場買股票。今次 A 君同樣精心挑選咗4隻股票，佢做翻以前一樣嘅嘢，分散投資，每隻股票25% 倉位，平均每隻股票買咗21,465蚊。規矩都係一樣，要嚴守紀律，10% 止損。結果呢一轉佢有一半睇啱，一半睇錯，有2隻股票升咗，個獲利係相當之唔錯，2隻升咗30%，平均每隻股票賺6440蚊。至於輸嗰2隻跌咗10% 就止損，平均每一隻蝕2147蚊。好快咁樣計一計 ，A 君而家賬戶嘅資金就回升翻去94,446蚊，回報率仲係負5.55%。咁我哋而家睇埋 B 君，去到第4次佢同 A 君一樣都覺得市場仲會繼續上升，所以佢又係等待市場有所回調嘅時候就再入場買股票。咁佢一樣做翻以前一樣嘅嘢，又係買咗4隻股票，一樣都係嚴守紀律，每次交易最多承受賬戶4% 嘅虧損風險，每隻一樣都係平均5% 止損，平均每隻股票買咗20,644蚊。結果佢今次同 A 君都係一樣嘅，有一半股票睇啱，一半股票要止損離場。咁好快咁計一計數 ，B 君而家嘅賬戶資金就去到11,3542蚊，賬戶係保持正數回報，回報率係13.54%。我哋嚟個簡單對比一下4次交易過後 A 君同埋 B 君嘅成績。A 君而家嘅賬戶係94,446蚊，賬戶 A 嘅資產淨值曲線係咁樣嘅。4次交易過後佢嘅回報率係負5.55%，而 B 君嘅賬戶係11,3542蚊，咁賬戶 B 嘅資產淨值曲線咧就係咁樣嘅，回報率係13.54%，兩者嘅差距係19%。如果之後將以上4次嘅交易結果再重演一次，識得數學嘅人應該會明白，就算將個運算先後次序改變咗都好，最終嘅結果都係唔會被影響嘅。所以頭嗰4次交易裏邊，頭2次 A 君係損失咗10%，因此呢一度係乘以0.9再乘0.9。之後 A 君喺第3次交易入邊贏咗6%，所以呢一度係乘1.06。去到第4次 A 君係贏咗10%，所以呢度係乘1.1。至於 B 君頭嗰2次都係損失咗4%，所以呢度係乘以0.96再乘以0.96。之後嗰2次交易 B 君分別係贏咗12%同埋10%，所以呢度係乘1.12以及乘以1.11。
好啦，而家我哋睇下，如果之後呢4個交易結果再重演多次嘅話，會發生咩事？8次交易過後 ，A 君嘅賬戶剩翻89,200蚊，回報率負10.8%，佢嘅資產淨值曲線而家就係咁樣嘅。而 B 君嘅賬戶係去到12,8,917蚊，回報率係28.9%，賬戶 B 嘅資產淨值曲線而家就係咁樣。咁12次交易過後又會點呢？12次交易過後 ，A 君嘅回報率去到負15.8%，而 B 君嘅回報率就去到46.4%。咁16次交易過後又會係點樣呢？ A 君嘅回報率仲係負緊20.4%，而 B 君嘅回報率就去到66.2%。好啦，你而家睇唔睇到交易賬戶成長嘅關鍵係啲咩嘢啊？已經唔係你有冇每一筆交易設置止損咁簡單。我哋回顧翻 A 君嘅賬戶，佢嘅每一筆交易都係有設置止損嘅，但係一樣個賬戶都係成長唔到。咁交易賬戶成長嘅關鍵係啲咩呢？亦都唔係你啱嘅時候，你嘅倉位買得夠唔夠大。我哋又回顧翻 A 君喺第4次交易嘅時候，佢係有50% 嘅倉位係贏緊30%嘅利潤，而 B 君只係得40%嘅倉位係贏緊30%嘅利潤。而最後 B 君係大幅跑贏 A 君，所以賬戶成長嘅關鍵亦都唔係你啱嘅時候，你嘅倉位買得夠唔夠大咁簡單。我哋再睇翻 A 君同 B 君，其實喺4次交易當中，佢哋嘅成功率都係一樣嘅。頭2次交易 A 君同埋 B 君都係買咗4隻嘅股票，2次交易一樣都係全部止損。呢個係第一次，佢哋兩個所有股票全部止損。呢個係第二次，佢哋兩個嘅所有股票都係全部止損。而第3次嘅交易 A 君同 B 君都係買咗2隻股票，一樣都係贏30%。去到第4次嘅交易 A 君同 B 君都係買咗4隻股票，同樣都係一半贏錢一半輸錢。但係點解到頭嚟 A 君同 B 君嘅交易成績係有咁大嘅分別嘅呢？如果我只係用一個重點去總結嘅話，影響交易賬戶長期能唔能夠成長嘅唯一原因，就係對 drawdown 嘅控制有幾嚴格。我哋特別睇翻第3次交易 ，B 君對每一筆交易都設置咗對賬戶最大嘅回撤幅度 maximum drawdown， 而且佢更加限制咗佢全部交易萬一失敗對賬戶嘅 maximum drawdown， 咁就令到佢嘅交易系統具備連貫性同埋一致性。而正正因為呢一點，佢做交易嘅時候更加能夠避免受情緒所影響。喺第3次交易嘅時候 ，B 君維持咗相同嘅倉位規模，但係 A 君呢，佢喺第3次交易嘅時候就受情緒影響咗，因為佢之前已經輸咗2次，賬戶已經 draw down 咗19%，所以喺第3次嘅時候佢縮小咗倉位規模，令到佢喺贏嘅時候贏少咗。B 君同 A 君嘅最大分別係 B 君每一次失敗嘅交易對賬戶嘅 draw down 都係細過 A 君，咁就令到佢啱嘅時候賬戶更加容易創新高，而唔係去彌補之前嘅損失。請你記住，賬戶回撤幅度越大，你之後就要用越大嘅氣力去彌補損失。如果你賬戶回撤幅度係好大嘅話，就算你之後係好幸運喺嚟緊嘅交易獲得唔錯嘅回報，你都只係追緊上一次交易虧損落嚟嘅部分，就好似呢度咁樣。但係如果另外一個人嘅賬戶回撤幅度好細，好似 B 君咁樣，假設佢嘅運氣係同你一模一樣，喺下次交易獲得同樣嘅回報，而人哋嘅賬戶已經係創新高啦，所以其實贏幾多錢都係冇用嘅。如果冇好好限制你輸嘅時候賬戶會承受幾大嘅回撤幅度嘅話，你嘅交易賬戶係唔會成長嘅。當中嘅原因係因為虧損或者 drawdown 係會為我哋帶嚟一個數學劣勢。現實中好多人以為虧損50%，只係需要50% 嘅漲幅就可以追回，甚至認為止損係多餘。但係數學話俾你聽，當你虧損越大，你嘅賬戶會越難復原，甚至無法復原。當你嘅虧損喺5% 以內嘅時候，你就已經止損嘅話，數學上話俾我哋聽呢個範圍係最容易復原。因為你好容易可以揾到賺取5% 利潤嘅交易機會，所以基本上我絕大多數嘅交易止損範圍其實喺5% 以內。喺一啲交易比較困難嘅時期，我嘅止損範圍甚至係2至3%添。而當你嘅虧損或者 drawdown 去到10% 嘅時候，喺呢一度開始要追翻呢個損失，就會開始變得困難。因為10% 嘅虧損，你係需要11% 嘅回報先至可以追平損失。呢個時候你已經需要額外1% 嘅回報先至可以 break even。所以由呢個位置開始就有數學劣勢。當你嘅 drawdown 越大，數學劣勢就會越明顯。當你去到8% 嘅損失，你係需要4倍嘅回報先至叫做追平。如果去到9% 損失，就需要10倍回報先至可以追平，可以算得上係 game over 噶啦。我哋睇下以下我哋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當佢哋明白咗呢一個秘訣之後，點樣幫佢哋做到成績？
咁呢個 MIT 會員 William Wong 佢就分享到喺 MIT 每週股市分析俾我連續洗腦2個星期，因為我不斷提醒佢哋要小心控制風險，推高止損，盡早鎖定利潤，令到呢個潛意識入咗佢個腦嗰度。當市場一轉勢嘅時候咧，佢就成功鎖定全部利潤離場。呢位會員佢喺未加入之前輸過60萬，係佢成50% 嘅倉位，但係之後短短10個月嘅時間，佢追翻晒之前嘅損失之餘，仲贏多10幾萬。佢話佢喺 MIT 鍛煉咗1年之後，不斷練習止蝕，但係竟然越係止蝕，佢交易嘅賬戶嘅錢竟然越多。而家佢開始有信心可以靠股票作為收入。我哋再睇埋 Tobias Fung 佢嘅報喜，佢話佢慢慢建立到自己嘅投資方向，全年總結有28到35% 嘅回報率。咁的確學投資交易係絕對唔可以心急嘅，羅馬唔係一天建成。呢啲嘅會員佢哋都係經過長時間嘅堅持，每日持之以恆咁樣去學習，用年去做單位，就會慢慢咁樣做出成績嚟。如果你嘅目光係好短嘅話，想追求1-2日嘅學習，或者1-2個星期、1-2個月嘅學習，就會做出驚人嘅回報。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係冇可能嘅事。就算做到咧，呢啲都係叫做新手運 （beginner's luck）。所以真正專業嘅交易人，我哋最重視嘅並唔係股票嘅買賣時機咁簡單，雖然呢個都重要，但我哋唯一嘅 focus 係唔可以俾賬戶出現雙位數嘅 drawdown。呢個係喺2022年全球熊市時期到而家我製作緊呢個 webinar 嘅時候，我嘅其中一個交易賬戶。喺呢段時間，美股大盤跌咗超過13%，恒生指數跌咗超過12%，A 股大盤係跌咗超過16%，而呢一個 account 係上升咗大約34%。到底係點做到嘅呢？咁我喺唔同嘅市場時期係會採取唔同嘅交易策略，而喺呢一段時間，我嘅策略最主要係從事短線交易，持貨時間大約由2日到2個星期左右，目標係捕捉一啲10至20% 嘅波段，長短倉都有做。喺熊市度做沽空的確係有利一啲，但同樣都有一啲時候股票係會反彈，一樣都可以製造到大量10至15%甚至20% 嘅上升波段俾我哋去做。咁我每筆交易嘅 maximum drawdown 係唔多於賬戶嘅0.5%，有時甚至更加之低。每次我持有唔多於4至6隻嘅股票，多數時間都係4隻以下，避免如果全部失敗嘅話，對賬戶造成太大嘅打擊，即係 drawdown。喺呢段時期交易嘅成功率平均嚟計大約係40%左右。咁有時候係一定會遇到連敗嘅時期，即係 losing streak。喺我遇到連續輸錢嘅交易嘅時候，我嘅注碼就會越做越細。例如話每筆交易嘅風險甚至限制到唔多於賬戶嘅 maximum drawdown 0.2% 或以下，亦都有唔少時候我係清倉等待。好啦，而家我哋嚟總結一下，你喺呢個部分學咗啲乜嘢？首先，你必須要明白股票投資又好，交易又好，其實你都係玩嘅一個數學遊戲。呢個嘅數學遊戲，你係需要企喺數學優勢嗰邊，而絕對唔可以企喺數學劣勢嗰邊。乜嘢叫做數學優勢？就係回撤幅度一定要大幅少於增長幅度，咁樣先至可以做到複式增長。咁乜嘢叫做數學劣勢呢？數學劣勢就係 big losses、big drawdown。我哋係好難可以控制到賬戶嘅增長幅度，但係咧就一定控制到個回撤幅度。所以投資交易嘅焦點永遠都係放喺風險管理、止損、限制回撤幅度上面。其次，我哋先係追求獲利，因為喺數學上 drawdown 嘅影響係遠遠大於回報嘅影響嘅。兩者本身係處於不對等嘅狀態。當你虧損50% 嘅時候，唔係用50% 回報追平，而係要用100% 回報先至可以追平。呢一點大家要切記。第二，要喺股票市場賺錢，你根本唔需要冒險 all in，甚至做槓桿交易。好多人都想一注獨贏，買得大贏得大，但係就算俾你贏到一次半次，你同樣嘅思維、同樣嘅做法，都會喺你人生往後某個時節點嗰度令你一鋪清袋。所以我哋係要慢慢贏，穩定咁贏，然後令時間成為我哋嘅朋友。只要唔出現 big drawdown，你長遠就會慢慢感覺到複式增長嘅威力。所以最後一點係，你只需要專注喺 drawdown 嘅控制，以及你賬戶嘅 equity curve， 呢啲先係你真真正正嘅財富。大盤升幾多，股票升幾多，同你完全冇關係。你只需要專注於屬於你自己嘅交易機會，並且令到你嘅賬戶慢慢咁增長，你先至係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咁樣賺緊錢。出邊有好多人教股票，淨係會教點樣分析股票啊、大盤走勢之類。但如果你有一定嘅市場經驗，你都會知道，大盤升、股票升，唔代表你可以賺到錢。牛市買股票一樣有人可以輸身家，因為更加關鍵嘅係你唔好輸大錢啊！喺投資市場唔好犯大錯，唔好令自己賬戶受到嚴重嘅打擊，呢一啲先至係真正贏錢嘅關鍵。咁 Olivia Wong 佢話喺 MIT 裏邊，佢唔單止學到點樣去贏，仲更加學到點樣保護自己。點解會犯錯？嗱，值得留意係佢嘅 equity curve 可以做到呢種嘅大漲小回，代表佢已經掌握到股票交易嘅關鍵就係風險管理。而呢位學員都係一樣，佢話佢上咗1年 MIT 之後，連續3個月錄得利潤，而呢一個月係自己表現得最好嘅一個月份。我相信佢唔係指自己嘅回報率咁片面，
我哋指嘅表現好，一向都係指緊自己有冇遵從交易程序。有時候就算我哋買咗股票要止損都好啦，只要我哋係跟從系統、跟從程序，就算蝕錢都係一筆好嘅交易。我哋唔睇絕對嘅回報率，因為長遠嚟講，令到自己嘅賬戶冇出現過 big drawdown，先至可以有機會 compound 到回報。就算俾你一年100% 回報啊，第二年如果 drawdown 咗50% 嘅話，你所有嘅利潤已經消失晒啦，咁係完全冇意義嘅。好啦，我哋落下一個部分，可能你已經學過好多嘅投資方法同系統，但係目前嘅成績仍然都係輸錢。你有冇試過咁樣？如果有嘅話，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咁我哋收集咗呢啲數據之後呢，之後係可能會推出更加多嘅解決方案俾你。但係而家我可以即刻教你一個秘訣，令到你可以即時扭轉。你準備好未呢？好啦，我哋即刻嚟第二個秘技。我哋而家睇下呢一幅嘅圖表，而家呢隻股票好明顯係處於上升階段，紅色嘅呢條線係200天線。咁而家股價調整到200天線。好啦，我而家想問你一個問題，喺呢一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呢？如果你覺得可以買，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唔應該買嘅話，你可以打個2字。呢個部分你一定要參與，因為根據我多年嘅教學經驗，我教過幾千個 traders， 我可以話俾你聽，你越願意投入參與，尤其越願意思考圖表，你嘅學習成效會越大，進步得越快。相反咧，如果你坐喺度唔喐，唔願意行動，乜嘢都係等人話俾你聽，唔係積極學習嘅話咧，往往嗰啲嘅 traders 都係冇咩成績嘅。好啦，你打咗你答案未呢？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睇下之後發生咩事。跟住隻股票竟然好快繼續跌穿200天線，如果唔止損嘅話咧，後果係難以想象。好啦，依家我哋再睇下呢幅圖表，呢隻股票又好似頭先咁調整到200天線。我而家再問你一個問題，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如果你覺得可以買，就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啦。唔應該買嘅話，你可以打個2。嗱，不過你唔好忘記頭先嗰個例子，你係見到咧，200天線唔一定有效噶。之後可以跌穿200天線，令你輸大錢嘅。翻返嚟呢度，更何況呢隻股票之前係升咗咁多，隨時係出現比較大規模嘅調整，所以你要諗真啲啊！我再俾多一個機會你，重新填寫你嘅答案。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如果你覺得可以買，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唔應該買嘅話，你就打個2啦。好啦，咁我哋開估啦，即刻嚟睇下之後發生咩事。咦，今次竟然繼續爆升，點解咁樣嘅？唔知你有冇遇過同樣嘅情況呢？就係喺你睇圖表做技術分析嘅時候，你見到嘅支持或者阻力係一時得一時唔得，揾到隻股票你喺支持位買入，結果佢就跌破支持啦；或者你喺阻力位嗰度沽出，結果佢就繼續突破阻力，成日都好似俾佢玩翻轉頭咁嘅。你有冇試過咁樣啊？有嘅話打個1字俾我知道，因為嚟緊呢個部分將會好幫到你，甚至可以扭轉你固有嘅交易思維。你準備好未？好啦，首先我喺呢度我要先教你一個新嘅概念。就係喺我哋交易一隻股票之前，需要先睇下自己嘅交易方向有冇優勢。我叫優勢做 edge。咩叫 edge？edge 就係擁有多種有利因素，越多有利因素，優勢越大，成功機率越高。因為每一個因素都會驅使一班相信嗰個因素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進場，所以越多有利因素喺同一個位置嘅時候，你就有越多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企喺你嗰邊，因此你嘅成功機率就會更加高。我哋而家睇翻第一幅圖表，呢個位置雖然有200天線嘅支持，但係其實喺方向上面係應該要做淡，即係做短倉，因為股價喺呢個位置具備短倉優勢，係多於長倉優勢。我嚟緊就分析俾你睇。首先喺呢一個位置，你會見到一個一浪低於一浪嘅走勢，而且呢一個嘅走勢已經維持咗2個幾月嘅時間，係一個中期下跌趨勢嚟噶啦。有一句說話叫做趨勢係你嘅朋友，所以喺短期嚟講，繼續維持呢個一浪低於一浪嘅下跌趨勢，係相對高機率嘅事情。嗱，你再睇埋呢個位置，頭先就講咗中期趨勢，而事實上喺過去1個月之內都出現咗一個短期嘅下跌趨勢，咁所以無論中線、短線咧，向下嘅機率都係更加高。第二個 short edge 係呢隻股票喺技術圖表上面呈現出低量上升、大量下跌。請你留意下呢一度係上升嘅時候嘅成交量，而喺呢一度咧就下跌嘅時候嘅成交量。低量上升、大量下跌意味住買貨嘅人少，沽貨嘅人多，所以呢個係第二個 short edge。第三個 short edge係佢嘅10天線、20天線、50天線都向下，並且都係高於股價。股價喺呢一度，10天線喺呢度，20天線喺呢度，50天線喺呢度。移動平均線嘅趨勢係向緊下，並且高過個股價，意味住第一，中短期趨勢向下；第二，移動平均線成為咗呢個位置嘅阻力。呢個係第三個 short edge。第四個 short edge 係你留意10天線嘅位置，非常之接近股價，而且喺呢度股價一觸碰10天線就即刻向下，意味住10天線已經成為阻力。第五個 short edge。你留意下呢度過去係一個支持位嚟嘅，
每次掂到支持就反彈，掂到支持就反彈，掂到支持就反彈，但係今次係明顯跌破支持，所以呢個嘅支持位置已經反轉成為阻力嘅位置。所以喺呢度，我哋係有5個理由去做淡倉。咁如果你喺呢度要買嘅話呢，你就要睇下有幾多對你長倉有利嘅因素咯。咁首先第一個對你買入有利嘅因素就係股價到達200天線支持，呢一個係你嘅 long edge， 而第二個 long edge 就係你會有前浪底呢個位置嘅支持。好啦，去到嚟呢度，你見唔見到其實 short edge 對 long edge 呢係一個5:2嘅結果。當你見到有咁多短倉優勢嘅時候，你就算唔去沽空呢隻股票，其實都唔應該買入呢隻股票。如果你係有貨嘅話，更加應該趁早沽貨離場。我想喺呢度 pause 一下，你不妨回想翻過去，令你輸大錢嘅股票，係咪都係因為出現咗好多不利於你嘅因素嘅時候，你都冇及早止損離場啊？你有冇諗過，你如果早啲明白到呢個思維，你過去會輸少幾多錢？你有冇諗過，你如果早啲明白呢個道理，你會唔會識得喺入場之前係判斷清楚自己嘅操作方向有冇優勢先至落場？如果係買入嘅話，見到原來短倉優勢比長倉優勢更加強嘅時候，你會唔會識得同自己講，喂，都係唔好住啦，呢一刻冇乜優勢，都係保本至上先。咁如果你做每一筆交易之前都係按照呢個思維方法咁樣停一停，諗一諗，你會輸少幾多冤枉錢啊？你嘅回報會增加幾多啊？請你記住 ，pain 加 reflection 係會等於 progress。只要你從你過去失敗嘅交易當中學到教訓，你輸嘅錢就係學費。但係如果你唔去反思、唔去學習，或者根本冇人指出你錯誤嘅原因、失敗嘅關鍵，你一直都唔知道自己唔知嘅嘢，咁你所輸嘅呢，就係真係冤枉錢嚟噶啦。我哋每一個交易人都一定會犯錯嘅，但我哋如果要成功，就一定要積極咁學習同埋反省。我哋都係咁樣走過嚟，所以我希望借此去勉勵一下你，唔好再糾結於過去輸嘅錢。反省完之後，記低學到嘅 lesson， 然之後繼續向前。我哋一齊加油，好唔好？我哋再睇翻第二幅圖表，點解今次調整到200天線又應該要買入呢？咁我用翻頭先教過你嘅思維去分析一下。頭先嗰幅圖係短倉優勢 short edge， 所以係唔應該調整到200天線嘅時候買入。但係呢一幅圖咧就調翻轉，佢係擁有長倉優勢 long edge。首先佢喺過去2個月之內係大幅上升，上升嘅幅度係超過100%，而家只係一個小幅調整，意味住佢嘅短期趨勢係好大機會都會繼續向上。呢個係第一個嘅 long edge， 擁有強勁上升趨勢。第二個 long edge 嚟啦，就係佢上升嘅時候係大量，但係拉回嘅時候咧係低量。呢個係佢第二個 long edge。第三個 long edge 係佢成個嘅 chart pattern， 即係圖表形態，係呈現一個我哋俗稱 high tight flat 旗形整固形態。呢一個旗形整固形態話俾我哋聽，如果之後一旦再大量突破嘅話咧，上升趨勢係會延續嘅。第四個 long edge 係佢嘅10天線、20天線同埋50天線都係向緊上，以及低於股價。呢個同頭先嗰幅圖嘅例子完全相反。頭先係10天線、20天線、50天線向下並且高於股價，但係而家係10天線、20天線、50天線向上並且低於股價，意味住短期趨勢向上，以及移動平均線會提供支持。第五就係股價正正係處於200天線支持位置。好啦，所以你喺呢度你係會見到有5個有利於你長倉買入嘅因素，所以喺呢個位置係一個 long edge。好啦，咁我哋一樣咧都要睇埋有冇 short edge 嘅。呢一度唯一一個有利沽空嘅因素咧，就淨係得呢個長下影線嘅陰燭，佢嘅成交量係比較大，除此之外就冇啦。咁所以你見唔見到啊？同樣喺200天線嘅位置，呢幅圖表佢嘅 long edge 比 short edge 係5:1，因此我哋應該要做嘅係 long side，即係話要揾機會去買佢。而呢隻股票正正就係我哋喺 MYT 嘅 Swing Trade Highlight 入邊嘅股票。當時候我喺2022年嘅6月23號嘅盤中，大約係上晝11點幾啦。我喺 MYT 即時突發信息入邊指出咗呢隻股票嘅交易機會。當時候我哋係喺佢剛剛突破嘅時候買入，之後我哋喺短短4個交易日就獲得咗27% 嘅回報。咁當然呢筆交易係有2種嘅操作方法嘅。我哋當時候用嘅呢一種係旗形突破，可以喺升浪發動嘅最後一刻入場。雖然個回報率係會少一啲，但係如果成功嘅話，可以大幅縮短等待嘅時間，喺最短嘅時間之內獲得最具效益嘅超額報酬。而第二種嘅操作方法就喺 long edge 位置買入，就好似呢個位置咁樣，佢喺拉回去到呢個 long edge 嘅時候，成交量同時係非常之少，出現咗 volume dry up 嘅情況。呢個就係最理想嘅進場位置。如果我哋喺 long edge 買入，回報率亦都會相應咁增加。
喺呢度入場嘅話，大概係會有33% 嘅回報。好啦，而家我哋又總結一下你頭先學到啲乜嘢。第一，入場之前必須要先判斷嗰隻股票係屬於長倉優勢定係短倉優勢。好多時候輸錢都係因為嗰個入場位置自己得好少優勢，反而相反方向嘅優勢就更加多。咁當你做錯方向就梗係容易輸錢啦。第二係必須要等待多重優勢進場點出現嘅時候先至好入場。如果係 long edge 嘅話，方向就應該要做長倉買入；而如果係 short edge 嘅話呢，方向就應該做短倉沽空。我哋睇下呢一位嚟自台灣嘅會員，佢就係加入咗 MIT 之後，按照我嘅方法喺台灣嘅股票市場一樣都可以做到成績，短短3個月就獲得咗30% 嘅回報。佢話好想好好咁樣多謝我哋做嘅呢一切，唔單止係賺錢，更加令到佢對自己嘅未來係充滿咗希望。而另一位嚟自馬來西亞嘅會員，一樣都可以將我嘅交易方法應用喺馬來西亞嘅股票市場嗰度，仲試過一日賺咗10幾萬，單日獲得接近19% 嘅賬戶升幅。我哋再睇第3幅圖。嗱，順帶一提啦，我今日係準備咗超級豐富嘅內容。So far我講到嚟呢一度都只係今日嘅前菜嚟嘅啫。所以如果你覺得聽到嚟呢一度啲嘢已經好正，學到好多嘢嘅話呢，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完成晒成個 webinar， 尤其是係我最後分享嘅 bonus 第4個秘技。好啦，翻返嚟呢一張圖，呢個位置似乎係一個睇落唔錯嘅突破進場點。咁我哋不如就用頭先學過嘅嘢去分析一下呢個位置應唔應該買入。因為好多人交易股票嘅時候都係相當魯莽咁做決定嘅，所以你之後交易股票之前呢，都一定要問自己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係有冇啲嘢我係忽略咗嘅？第二個問題係到底呢一刻我有乜嘢嘅優勢？嗱，咁我而家就演示一次俾你睇下，成個嘅思考流程應該係點做。當我睇到呢幅圖表，我覺得應該要買入嘅時候，咁我就會列出買賣雙方嘅優勢。咁喺呢度作為 long edge 嘅因素呢，就係佢出現咗一個底部突破。咁不過如果冷靜啲去睇嘅話，其實呢個位置係短期嘅上升通道嘅頂部。嗱，而家我哋跳入去小時圖嗰度睇一睇，你可以見到就係呢個小時圖，你係可以畫出一條嘅上升通道。而家嘅股價就正正係處於呢個上升通道頂部阻力嘅位置。咁可能你覺得呢個上升通道畫得冇咁靚，好似呢一度咧就突咗少少出嚟咁樣。我哋試下由另外一個角度嚟到畫呢個上升通道，咁你會發現無論係點畫都好，現在嘅股價位置正正就係處於上升通道頂部嘅阻力。我哋將呢個小時圖嘅2種上升通道嘅畫法去重疊，咁你就會好清楚見到喺小時圖嘅層面上面，而家股價係處於 short edge， 所以第一個 short edge 嘅因素係股價係處於小時圖嘅2種上升通道頂部阻力位置。好啦，咁而家你會有一個 long edge 同埋一個 short edge， 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暫時仲未做到係咪應該進場嘅決定，所以我哋仍然仲需要睇下圖表上面仲有冇透露其他重要嘅信息俾我哋。如果我哋喺呢一度去加條線嘅話，咁你就會見到由9月份開始，其實股價係一路受制於呢條嘅上升趨勢線頂部阻力嘅。每次股價觸碰咗呢條線就會回調，觸碰咗呢條線就會回調。咁所以呢一個上升趨勢線阻力，佢係對於沽方有利嘅優勢，即係 short edge。我哋再喺下方少少嘅位置，將呢1點、2點、3點串連埋，畫成一條嘅上升趨勢線。咁你就會見到呢隻股票喺過去幾個月係形成咗一個不利於 long side 嘅股價形態。呢一個股價形態我哋叫做 rising wedge 上升楔形。咁所以去到嚟呢一度，我哋就有2個嘅 short edge。第一係呢一條嘅上升趨勢線阻力，第二係成個形態呈現出一個上升楔形嘅利淡形態。我哋再拉遠少少去睇佢嘅周線圖。如果我哋由2011年嘅11月開始嘅呢一個嘅頂部開始畫出一條線，串連喺2022年嘅9月份嘅呢一個點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喺周線圖嘅層面畫出一條上升趨勢線阻力。而而家呢一刻股價正正就係處於呢個周線圖嘅上升趨勢線阻力嘅位置，因此呢一個係一個強而有力嘅第3個 short edge。我哋再留意圖表嘅細節，喺呢一個嘅位置唔單止係處於周線圖嘅上升趨勢線阻力位置，而同時佢亦都係以一個低嘅成交量去上升，所以呢一個並唔係一個強而有力嘅突破，反而係一個低量上升去到阻力位置，有利於沽空嘅利淡形態。就算我哋跳翻去日線圖去睇佢呢一個嘅突破，呢一個突破陽燭嘅成交量係對比起之前嘅下跌嘅陰燭嘅成交量都係低嘅，所以我哋得出一個信息就係，無論周線圖定日線圖都係相當低量嘅突破。呢個並唔係 long edge 而係 short edge。
再睇下之後股價發生咩事。當股價喺日線圖上面突破咗之後，2日之後就以一個大嘅成交量去拉回。你留意下呢一個嘅大陰燭，伴隨佢嘅成交量係大於上升嘅時候嘅成交量，所以沽方喺呢一刻係強於買方。而喺呢一度嘅股價行為都正正俾你見到，當股價去到呢一個嘅關鍵位置嘅時候，馬上拉回，其實係話緊俾你聽呢一個嘅位置係沽方嘅多重優勢進場點。因為對於沽方嚟講，佢係有4個 short edge，而對於買方嚟講，佢只係得1個 long edge。咁當喺呢一度出現咗一支嘅大陰燭跌破咗呢個嘅上升楔形嘅時候，你就應該清晰知道做淡嘅方向已經得以確立。所以對於沽方嚟講，第一個進場點喺呢一度，呢度係一個 multiple edge trading area。第二個進場點喺呢一度，係一個大量突破呢一個嘅上升楔形。咁所以如果你做嘅方向係正確嘅話呢，你之後就會獲得好滿意嘅回報，因為股價喺短短5個月之內係下跌咗超過54%。所以總結而言，其實頭先問你嘅股價處於嘅位置係短倉優勢多於長倉優勢。咁你見唔見到？如果你係冇經歷過一個咁樣嘅分析過程，做 long side 即係話做錯方向嘅話呢，你係會輸大錢㗎。但係如果你係做 short side 做啱方向嘅話，你卻係可以贏大錢㗎。以下呢一個嘅分享可以俾你見到一啲用虛心嘅態度積極學習嘅 trader 嘅特質係啲咩？即使佢係跟我學習咗1年之後做到咗1倍嘅利潤，但係佢都仲係想繼續學多啲。佢係嚟問我有冇一啲有關投資嘅書籍可以推介俾佢。所以如果你都希望自己可以喺股票市場得到自己滿意嘅成績，請你記住持續學習係必須。阿 Max 咧，佢就話佢自從上咗我嘅課堂之後，上個月就贏咗佢同老婆嘅1年嘅人工。咁喺呢度都恭喜佢大幅提升咗收入先。但係最令我戥佢開心嘅係，佢話佢以前嘅生活係非常之大壓力噶，喺股票市場上面都好大壓力。但係佢學咗我嘅投資方法之後呢，佢每日都可以輕輕鬆鬆，即係唔使不斷望住個市，可以享受人生。咁的確，只要你係學到咗我嘅交易技巧同埋投資思維，你係自己都可以喺大盤或者股票出現關鍵轉折點嘅時候，先至入場順勢操作，做啱方向，的確係可以輕輕鬆鬆，唔使特別做啲咩就可以賺到錢，因為你只係持有個倉位就得啦。而做錯嘅話，你亦都知道自己應該喺邊度去離場，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嘅交易賬戶，做到長期輸少贏多。所以如果你想進步得更加之快，得到我嘅從旁指導，你亦都可以好似阿 Max 咁樣加入 MYT 會員 program， 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咁如果你係有興趣了解有關 MYT program 更加多嘅話呢，我陣間係會抽少少時間介紹俾你。你到時可以睇下自己適唔適合，適合嘅話就盡快加入，因為我只係開放有限嘅名額，我會協助你成為一個 profitable 嘅交易人。咁如果唔適合嘅話都唔緊要，上完咗今日呢一個嘅 master class 之後，你都可以繼續 follow 我嘅 YouTube channel， 睇我嘅影片去學習。所以一切係隨緣嘅，唔需要有壓力。OK？當然，如果你係加入咗 MYT program 嘅話，你好可能都可以感受到好似呢一位會員所講咁樣，佢只係加入咗 MYT 短短3個星期，就覺得眼界大開，學到好多嘢。但係我更加開心嘅係見到佢學習到一樣更加寶貴嘅嘢，就係佢終於明白到股票投資同交易係一場馬拉松。心態同埋紀律先至係重點。如果你都想揾一個對學員負責任嘅 mentor，喺學習股票呢條路上面持續得到指引同埋提點，行少啲冤枉路，我係歡迎你加入 MYT。咁希望遲啲係有機會見到你啦。我跟住落嚟，我係會分享第3個秘技，就係一套可以最快令你長期盈利嘅策略。你可能同一般嘅散戶都以為要長期盈利，就係要學識最犀利嘅買入賣出技巧，識得揀最好嘅股票，並且要做到百發百中。嗱，如果你係咁諗嘅話，都好正常嘅。但係呢一個世界往往係少於20% 嘅人係賺到全世界80% 嘅錢。呢一班人嘅諗法，亦都係同全世界80% 以上嘅人嘅諗法都係相反。你以為長期贏錢嘅人勝率好高？事實上並唔係咁樣，真正嘅投資高手係要做到失敗率80% 都能夠贏到錢。咁喺呢一度，你先要明白2個基本概念。第一個概念叫做報酬與風險比率，顧名思義就係為咗賺取報酬而要付出幾多嘅風險。例如話擲銀仔咁啦，擲中公字你會贏1蚊，擲中字你就會輸1蚊。咁所以喺呢個擲銀仔遊戲裏邊，你為咗要賺取1蚊嘅報酬而要付出輸1蚊嘅風險呢，咁個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1比1啦，好簡單係咪？咁第2個概念係咩呢？就係成功率 win rate， 亦都係叫做勝率。咁我又拎翻擲銀仔為例啦。咁喺擲銀仔嘅呢個遊戲裏邊，你嘅成功機會率有幾高啊？你個成功機會率係50%，因為擲銀仔一係公一係字，冇其他嘅。咁呢一個遊戲長期咁樣玩落去嘅話，你會唔會賺到錢？唔會。
你唔會賺到任何錢，因為喺呢一個例子裏邊，成功率只係50%，唔會改變，而你嘅報酬與風險比率 RRR 亦只係得1:1。咁點樣玩先至可以贏到錢？就係除非你嘅報酬與風險比率係大過而家嘅1:1。好啦，呢個概念好容易明白。我哋而家就睇下賭場點解咁賺錢。我哋就拎個簡單嘅美式輪盤做例子。美式輪盤係有18個紅色數字，18個黑色數字。我哋簡單少少講解其中一個最容易嘅玩法。如果個賭客係買咗100蚊紅色數字，而最後粒波仔真係喺紅色嘅數字上面停低嘅話，個賭客就會贏100蚊，賭場就會輸100蚊。反之亦然。咁表面上賭場同埋賭客都各有50% 成功率，個賠率係1:1，係咪？但係唔好忘記美式輪盤上面係有2個綠色數字，分別係0同埋00。如果粒波仔係轉到呢2個數字嗰度停低，即係話0或者00嘅話，咁就係當賭場贏晒。所以賭場比賭客係有多5.26% 嘅數學優勢。賭場嘅勝率就係20除以38，即係52.63%，而佢嘅報酬與風險比率係1.0526:1。我哋再睇下呢一個表，就係因為呢5.26% 嘅數學優勢，咁就令賭場係離開咗呢一個黃色嘅平手嘅呢個格仔，令到賭場有正期望值可以長期贏錢。咁簡單嚟講就係平均每100萬嘅賭注，佢就可以賺到52,600蚊。所以越多人賭錢，賭場就會賺得越多。如果我哋要喺股票交易上面賺錢，我哋就要參考呢個賭場法則，盡量令自己嘅交易系統擁有最大嘅數學優勢。好啦，咁明白咗理論之後，我哋即刻睇下一個 MIT 入邊嘅真實交易例子 ARCH。咁呢一日我就喺 MIT 嘅即時突發信息嗰度去通知會員，喺21:54嘅時間 ARCH 係大量突破之後係拉回翻去買入點。咁我當時候就係現價買入，止損唔多於3%嘅。咁請留意當時我嘅買入價係142蚊呢個位置嗰度，並且設置咗一個3%嘅止損。跟住隨後股價喺收市之前係回升翻上去。好啦，咁我哋睇下我當時候嘅買入優勢有啲乜嘢。首先股價係發動咗一個強勁嘅上漲趨勢喺呢度啦，呢個第一個 long edge。咁佢上升嘅時候呢，佢係大量嘅，但係呢度拉回嘅時候呢，個量係收縮嘅，因此我哋有第二個 long edge 就係佢大量上升，低量拉回。而佢拉回嘅時候，其實發展緊一個旗形嘅整固形態，所以我哋有第三個 long edge 就係旗形整固形態。再留意下佢嘅移動平均線，佢喺10天移動平均線、2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50天移動平均線都係一齊向上，並且當時候低於股價嘅，所以喺呢一個嘅位置買入，我係有第4個 long edge。好啦，咁第5點啦，就係當時我買入嘅時候呢，佢係曾經大量突破呢個2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呢個下降趨勢線，咁而且直到收市，佢依然都係保持緊上升嘅趨勢，過咗呢一條嘅下降趨勢線同埋20 MA 之上，並且保持大成交量嘅上升。所以我喺呢一日買入呢個位置買入，我當時候係有5個嘅 long edge。咁至於不利我嘅 short edge 咧係冇嘅。嗱，咁當時我係喺142蚊左右買入啦，咁我設置咗一個3% 度嘅止損，所以我嘅風險就係紅色區間呢一個嘅部分。咁而我嘅獲利潛能有幾多呢？咁根據我嘅交易經驗，呢一種嘅 chart pattern 圖表形態過去係重複發生過好多次，所以個可預測性係相對比較高。通常如果嗰個突破係有力而且有效嘅話呢，股價係至少去到前浪頂嘅位置先至會肯停，並且有唔少嘅時候佢係會繼續創新高。所以呢隻股票我喺進場嘅位置大概142蚊左右，我係擁有綠色嘅呢一個範圍嘅潛在報酬，亦即係大約15%。咁頭先講過，我係設置咗個3% 嘅止損，亦即係話我嘅潛在虧損風險就係紅色嘅呢個範圍。咁所以呢一筆交易，我嘅潛在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5:1。我輸就係輸3%，贏就係贏15%。你亦都可以咁理解，我輸就係輸1蚊，贏就係贏5蚊。結果呢隻股票就喺之後短短4個交易日之內就上升咗超過15%，亦都令我完成咗一筆5:1嘅交易。咁啱啱都講過呢一種嘅形態，如果係一個有效突破嘅話呢，股價亦都有一定嘅機率係會升穿前浪頂嘅阻力，去到更加高嘅位置。所以呢筆交易潛在其實係有24% 嘅報酬，亦即係話一筆8:1嘅交易，潛在利潤係潛在風險嘅8倍。咁當然呢一部分嘅利潤呢就係 bonus 嚟嘅，係要睇你嘅運氣，睇下你可唔可以獲得。但係至少我喺入場交易嗰刻，我已經知道我嘅潛在利潤係會有呢個部分，即係話至少5:1。當我要做一筆交易嘅時候，我
大部分時間都會要求要有5:1先至會做，即係如果嗰筆交易我哋只係需要承受1000蚊嘅風險，但係潛在報酬係5000蚊或者以上，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5:1，亦即係我有時所講嘅5-to-1 trade。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係可以冒2% 嘅風險去博取10% 嘅報酬，又或者冒4% 嘅風險去博取20% 嘅報酬，賺嘅錢都係一樣，輸嘅錢亦都係一樣，因為我嘅倉位係會因應每筆交易所承受嘅潛在虧損風險嚟到去調整倉位規模。呢一個就係我最理想得到嘅數學優勢。長期咁樣做落去嘅話，數學優勢就會帶嚟正期望值。點解呢？嗱，我哋再睇翻呢一個嘅表，因為如果我喺入場交易之前，我係知道我嘅潛在獲利至少係我所付出嘅風險5倍以上嘅話，只要我係長期咁樣專注做呢啲5-to-1 trade，我嘅成功率就算低到得20%，喺咁嘅情況之下，我都唔會輸錢喎。咁我就好放心咁樣去做嗰筆交易啦。咁當然我長期嘅成功率係冇咁低嘅，我長期嘅交易成功率大約係40%或以上。而不過如果我係專注於5:1嘅交易機會嘅話呢，至少我係保障咗自己唔會喺勝率下降嘅時候輸大錢。請你記住一點，我哋係唔需要買中長升長有嘅股王先至賺到錢。就算你淨係得40%至50%嘅時間正確，只要你係具備數學優勢嘅話，你依然都可以喺市場上面賺錢。咁我絕對會有輸錢嘅時候，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講過，我每一筆失敗嘅交易最多只係會對我嘅賬戶造成唔多於0.5% 嘅打擊。而如果嗰段時間我嘅交易係唔順手嘅話呢，我嘅注碼係會越做越細，甚至完全 sit out 停止交易，直到成功率企翻喺自己嗰邊，然之後我先至會再機械式咁樣重複執行交易程序。而當我咁樣做之後呢，我係發覺我根本唔需要揸住一隻股票等好耐，博佢升1倍、2倍，有時等到花兒也謝了，隻股票都未喐，然之後我就眼白白咁樣睇住其他爆升嘅股票。其實當我成功捕捉到5個短期上升15% 嘅波段，我累積嘅回報一樣都係1倍。咁到底一隻股票上升1倍容易啲快啲，定係一隻股票上升15% 比較容易同比較快呢？咁當然係後者啦，因為任何股票都可以出現10%至20%嘅波段。另外有一點對於作為新手嘅你都好重要嘅，就係交易經驗嘅累積同樣好緊要。我係唔反對做中長線投資，但係咧，如果你係新手嘅話，你冇乜交易經驗嘅話，你去做中長線投資，閒閒地你交易一隻股票係要等半年至到1年先知道自己啱定錯。咁你好可能係需要花幾年先至累積到幾十筆嘅交易經驗。咁樣做係好難去培養出你嘅交易觸覺，亦即係我成日所講嘅盤感。由於我目標嘅交易時間係集中喺2日至2個星期，咁我就可以好似打機咁樣啦，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可以快速累積到好多嘅經驗值。從而我係可以不斷優化同埋改良自己嘅交易程序同手法。嗱，我哋好快又再睇下呢一個 MIT 裏邊嘅5:1真實交易範例。呢一隻嘅 SM 咧係我哋喺2022年嘅5月21號嘅選股情報裏邊嘅選股嚟嘅。咁我哋話有效嘅突破咧係需要大量去突破嘅。咁當時我嘅指引咧就係大量突破呢一個嘅藍線阻力啦。咁我就會做一個突破買入噶啦。當時我嘅止損就設置喺呢一支竹嘅下方一啲。咁個止損幅度係唔過5%，大約4% 左右嘅。好啦，咁個潛在嘅報酬至少咧就係呢個嘅前浪頂阻力啦。但係當我哋畫出呢一個嘅上升通道嘅時候咧，我哋知道潛在嘅利潤咧，好可能唔止呢一個嘅前浪頂阻力嘅。俾多少時間佢咧，佢係有可能係會去到呢個上升通道嘅頂部。咁如果係咁樣計嘅話咧，個報酬與風險比率就有5:1，潛在回報係有25%，潛在虧損係5% 之內。最後估計係大量突破咗之後呢，佢用咗唔夠1個月嘅時間，仲要係升穿埋呢一個嘅上升通道，最多帶俾我哋嘅報酬與風險比率呢係9倍啊！所以如果你係按照原定嘅交易計劃去執行嘅話，呢筆交易至少係一筆5:1嘅交易，而多出咗嘅部分就係 bonus。但係你見唔見到你只係需要付出4點幾%嘅潛在虧損風險，你係博取緊一個40幾%嘅潛在報酬，用1蚊嘅風險去博取9倍、10倍嘅利潤。長期咁做落去，你點會輸錢呢？你只要做得好嘅話，執行得好嘅話，你長期係一定賺到錢。你可以見到呢位 MIT 會員，佢話我教佢嘅方法係可以喺控制風險嘅情況之下，唔需要擔心太多咁樣去賺錢。佢話佢而家可以做到一個 part-time trader，雖然有4至5成嘅操作係參考我嘅 MIT 每周選股情報，但係都成功唔少次自己捕捉到交易機會。咁我最開心嘅係見到佢開始慢慢咁學識得自己行，一開始可能係由我去帶住，因為呢個係我認為最有效最快嘅學習途徑。
但係只要有心學習，我哋好多嘅會員久而久之都可以慢慢唔需要再依賴我，可以自己學識交易，自己賺到錢。呢個先至係我作為導師最開心見到嘅事情。我哋再睇下 MIT 嘅戰友 Stanley 佢點講，佢話佢由9月去到而家係做咗52個 trade， 暫時戶口係有5萬蚊嘅增長，雖然唔係好多錢，但係佢話佢由長期蝕錢變做有正增長，真係好鼓舞，而且意義重大。上完我嘅堂之後做 trade 同以前嘅感覺完全唔同，以前係股價升又驚，跌又驚，而而家就好有計劃，少咗好多情緒嘅問題。佢亦都感謝我喺 MIT 每週直播嘅時候，好用心咁樣將自己嘅心得教俾佢哋。我哋而家嚟總結一下你頭先學到嘅嘢。第一，專注於理想嘅報酬與風險比率嘅交易機會，最好係5:1。但係請留意，我務必負責任咁樣話俾你聽，數學優勢係一定要配合低風險進場點嘅技巧，唔係話任何5:1嘅報酬與風險比率都可以做。例如話你唔可以承受賬戶下跌50% 嘅風險，嚟到去博取賬戶上升250% 嘅報酬，因為如果你連續輸3次嘅話，你嘅賬戶就會輸咗接近90%，基本上你係好難翻身。唔好忘記頭先你所學過嘅嘢，控制 drawdown 係唯一令到你賬戶長期增長嘅方法，所以數學優勢係一定要配合低風險進場點嘅交易技巧，即係你必須要識得辨識某一個位置係一個關鍵位置，而你嘅止損雖然定得好緊密，例如話只係3至5%，甚至2至3%，但係嗰幾個 percent 就已經足夠反映你係大機會睇啱定睇錯。如果止損一直冇被觸發，就代表你好大機會睇啱；一旦觸發咗，就代表你好大機會做錯方向。而且呢一個嘅關鍵進場位置，亦都要俾你見到，如果你係啱嘅話，嗰個位置嘅上方或者下方係有5:1或以上，可以輕鬆容易賺取報酬嘅空間。我嘅交易策略就係一直尋找呢一啲嘅低風險高報酬嘅交易機會，但係要揾到呢啲嘅股票，同時要辨識到呢啲股票嘅關鍵進場點，都係學習嘅一部分嚟。所以第二點係唔好隨便出手，你要等到最有利時機先至出手，而呢個最有利嘅進場時機係可以出現喺任何股票或者金融產品上面。第三點咧係要結合多重優勢進場點嘅交易策略，先至可以發揮到最佳嘅賺錢果效。呢一整套嘅策略係我10幾年交易經驗嘅結晶，你唔會喺其他地方學得到，而當中有好多嘅細節同埋關鍵位係必須要結合 ongoing 發生緊嘅市況，同埋喺 real time 發生緊嘅股票圖表上面去學習，喺真實嘅市場環境當中先至可以磨練到你嘅眼光、判斷力同埋交易技巧，而唔係聽完理論睇咗我俾出嚟嘅交易事例，或者去睇幾本書就以為自己可以全部掌握得晒。而喺 MIT 裏邊，我每個星期都會復盤，喺上萬隻股票當中揾出10幾20隻具備潛在交易機會嘅股票，並且再精挑細選幾個 actionable 嘅交易機會作為未來1個星期嘅交易部署，以及我每個星期都會解答好多同你一樣嘅初學者，或者係想尋求突破進步嘅交易人，佢哋喺股票交易上面面對嘅種種困難同埋挑戰。我會每星期持續咁樣指導你，而由於我哋係一齊喺真實市場睇住 real time 發生緊嘅嘢，咁你就會睇到我係點樣判斷、思考同埋執行，同埋有更加多嘅時候，其實我喺市場係唔做嘢嘅，所以你亦都會知道我係幾時用進取嘅態度去交易，又幾時係採取保守嘅態度去觀望，咁先至係最好嘅學習。通過長時間喺市場上面嘅經驗累積，你就可以慢慢咁樣掌握到呢啲交易賺錢嘅技巧。如果你都有心學識呢一套嘅交易賺錢技巧嘅話，咁喺我講第4個秘技之前，我會同你介紹一下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可以點樣幫到你。咁首先我會講下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係適合啲咩人，以確保呢一個計劃係適合你嘅。先講唔適合啲咩人先。第一種唔適合嘅人係嗰啲唔肯虛心、唔以空杯心態學習、唔接受指導、唔願意付出嘅人。第二種唔適合嘅人係入到嚟 MIT 淨係想拎股票貼士，而唔重視學習過程嘅人。第三種唔適合嘅人係淨係想跟住我去做買賣，以為參加咗 MIT 就一定可以賺錢，想無痛發達嗰啲人。第四種唔適合嘅人係嗰啲希望 get rich quick， 想賺快錢啦，相信淨係學2、3個月就可以學識晒股票交易，之後就可以每個月賺20% 或者幾個月內賺100% 回報嘅嗰啲人。所以如果個心態係唔啱嘅話咧，呢個計劃係唔適合呢啲人嘅。咁 MIT 又適合啲咩人呢？第一種人係如果你係股市新手，缺乏交易經驗而又想得到適切嘅引導同埋訓練嘅話咧， MIT 就適合你啦。第二種人係如果你已經有一定嘅股票投資或者交易嘅經驗，但仍然未能夠做到長期穩定盈利，好希望想尋求突破嘅話，咁 MIT 就適合你啦。第三種人係如果你有一份全職嘅工作或者生意，而喺未來你係想過渡到從事全職投資或者交易嘅話咧， MIT 就適合你啦。第四種人係如果你係重視學習過程多於一切，你明白到財不入急門，你追求嘅係學識釣魚而唔係就咁得到一條魚嘅話，咁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
員計劃就好適合你。如果你想參加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心態正確嘅話，咁你喺 Master Your Trade 裏邊，你將會得到以下嘅改變。第一個改變係你會學到多種嘅判市技巧，而更加重要嘅係令你清晰知道每種市況嘅相應策略，因為你係喺實戰當中去學習，而唔係聽理論、睇理論、紙上談兵。你可以睇下呢個會員 Wings 佢所獲得嘅改變。佢話學咗我嘅炒股技巧之後，今年只係短短2個月，佢嘅交易賬戶就賺咗157.9%。咁呢位會員 Vincent 佢話成為咗 MIT 會員之後，佢喺5月底逐步入資金入到去佢嘅交易賬戶嗰度，6月開始操作股票，咁去到7月嘅時候呢，佢嘅賬面盈利已經超過咗40%。第二個喺 MIT 裏邊你將會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多種已被驗證、行之有效、能夠長期獲利嘅交易策略同埋技巧，而唔再需要花大量時間胡亂學習一啲隨時令你輸大錢嘅方法。我哋可以再睇下頭先嘅會員 Vincent 佢嘅第二個分享，佢話佢喺香港已經上過好多嘅投資課程，累計係俾咗10幾萬港幣去學嘢，學習咗期貨啊、股票期權啊等等等等，自認為無所不知。佢俾咗10幾萬去學嘢之後，最終佢喺股票市場上面輸嘅錢，仲要係佢學費嘅幾倍。所以呢個亦都正正係點解我頭先話，如果你胡亂學習投資方法嘅話，分分鐘係會令你輸大錢。好啦，咁 Vincent 喺訂閱咗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之後，佢短短3個月時間已經係實現咗盈利50%，係講緊現金落袋嗰隻。目前總體盈利係70%。佢認為 MIT 係香港坊間最物有所值嘅投資課程同埋服務，沒有之一。尤其係 MIT 嘅每週大市分析、股票分享、視頻直播以及隨時推送嘅突發信息，都可以真切感受到 J-Law 嘅豐富經驗同埋真誠嘅服務。咁喺呢度我都好多謝 Vincent 對 MIT 嘅高度評價。第三個你將會喺 MIT 裏邊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股票嘅準確交易位置，並且逐漸累積足夠嘅判斷力，一步步咁去建立自己嘅交易程序同埋計劃，而唔再係盲目亂估、隨意買賣而長期輸錢。Master Your Trade 嘅核心宗旨係令到會員最終都可以 Master Your Trade。個重點係令到每一個會員去建立出最適合自己嘅交易方法，因為我哋個個人都係唔同噶，你同我嘅長處已經唔一樣，你冇可能成為我，我亦都冇可能成為你，我哋都唔可能成為第二個人。所以我嘅終極目的係幫你通過去睇我點樣去做交易，尤其是係明白我點解咁樣做。有問題嘅話，你可以喺直播裏邊去發問，通過我每個星期對你嘅持續指導，令到你係一步一步咁樣按照自己嘅風格同埋自身嘅優缺點，去發展出一套你應用得最得心應手嘅交易策略。嗱，你可以睇下 Michael 嘅分享，佢話佢作為新手，以前喺買賣股票嘅時候嘅決定都係好簡單直接，冇仔細考慮清楚，結果係經常出錯同埋錯失機會。後來佢參加咗 MIT 之後，佢好感謝我每個星期嘅專業指導，令到佢可以有信心咁樣喺股票市場上面賺錢。咁我亦都好有信心 Michael 已經揾到適合自己嘅交易方法。第四個，你喺 MIT 裏邊你將會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點樣控制風險嘅技巧，令到你嘅賬戶盡可能安全咁樣持續增長。第5個改變係，你亦都會更加能夠掌握到自己嘅交易心理。當遇到挫敗嘅時候，你可以得到適切嘅建議同埋指導，唔再持續受交易情緒，例如壓力、貪婪、恐懼呢啲去打擊自己嘅交易表現。因為我最重視嘅係你嘅成長，所以我每個星期都會喺直播嗰度去 coach 唔同嘅會員，而喺唔同嘅會員嘅交易案例當中咧，你亦都會學到好多嘢。如果你遇到交易問題嘅話，你可以喺直播裏邊直接問我。但係就算你冇問題都好，我亦都相當鼓勵你去聽下其他會員問嘅問題。嗰啲問題有可能係你未來將會遇到，又或者你喺聽完人哋嘅經歷之後，你預先打定個底，咁日後就唔需要花錢去買嗰啲嘅教訓，一樣都可以好幫到你。你不妨睇下呢個會員佢對 MIT 嘅評價，佢形容 MIT 係目前為止最佳嘅 coaching platform， 係非常之物有所值，而且佢仲話 You can learn more than this。咁不如我哋而家就睇下喺 Master Your Trade 裏邊，我哋一共包含咗乜嘢嘅服務。首先係美股方面嘅每週選股情報，可能你都已經知道美股市場係我核心嘅投資市場，因為美股係全世界最多投資者參與嘅市場，裏面嘅股票係多過1萬隻，成交量全球最高，全世界最大、最好、最頂尖嘅公司幾乎都喺美國嗰度上市，所以美股市場係最多交易機會嘅市場。咁我每星期都會俾一份針對美股嘅選股情報俾你，呢份情報係價值每個月99
$99。咁呢份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你會喺入邊得到啲咩呢？第一，你會知道我嘅買入名單，我嘅買入名單裏面嘅選股係針對中線以上嘅投資機會，博取幾個或以上嘅上升波段，特別適合 position trader 去參考。第二，裏邊亦都會有一份 swing trade highlight， 裏邊嘅選股係針對短期嘅交易機會，博取1至2個重大波段嘅走勢，而且唔局限於長倉買入嘅機會。我亦都會有做短線沽空嘅選股，一切都取決於當時候嘅市場環境係適合邊一邊嘅操作。有時候我亦都會左右開弓，即係話既做長倉亦都做短倉嚟到去博取短期嘅快速走勢。第三，裏面亦都會有我嘅觀察名單，我會列出一啲我密切關注嘅長倉買入機會。第四，有 long side 嘅觀察名單，自然亦都會有 short side 嘅觀察名單。咁喺呢一張嘅觀察名單裏邊呢，我會列出我密切關注緊嘅潛在沽空機會。第五，喺選股情報裏邊亦都會有 follow up 名單，我會持續咁樣跟進一啲喺我嘅買入名單或者 swing trade highlight， 又或者喺突發信息裏邊我 point out 嘅股票，假如佢哋係觸發咗進場點嘅話，我都會喺呢個 follow up 名單裏邊持續去跟進，直到呢啲股票觸發咗止損為止。咁喺選股情報裏邊嘅買入名單、swing trade highlight、follow up 名單入邊，都會好清晰咁樣有我嘅進場位置、止損位置，又或者加注位置嘅點評。我會好清晰咁樣俾你見到呢啲嘅 level 喺邊度。呢一份嘅每周選股情報係會令你清楚知道我正在關注緊咩嘅股票，慳翻你大量獨立研究嘅時間，更加容易咁樣把握絕佳嘅機會。咁除咗有呢一份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之外，我哋亦都有港股方面嘅每周選股情報，佢嘅價值係每月$99。咁我哋就睇下呢份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裏邊係包含咗咩嘅內容。同樣地，亦都會有我嘅買入名單，係適合中線以上部署嘅 position trader， 亦都會有 swing trade highlight， 適合中意短線部署嘅 swing trader。當然仲有我嘅觀察名單，密切關注潛在嘅長倉或者短倉嘅交易機會，同埋有股票觸發咗進場點之後作為持續跟進嘅 follow 名單。呢份嘅選股情報入邊亦都會有進場、止損、加注位置嘅詳細點評，令你係知道我正在關注緊乜嘢嘅港股。而無論係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定係每周選股情報港股都好，如果你係想得到最大嘅學習果效嘅話呢，你除咗要花時間去睇嗰個星期嘅選股情報之外，我亦都非常鼓勵你去睇翻過去咁耐以嚟我嘅每周選股情報，因為有好多嘅 MIT 會員都曾經同我講過，我過去嘅選股情報簡直係無價寶，因為裏面係記錄咗咁多年以嚟喺唔同情況之下嘅絕佳交易機會，每一份嘅報告裏邊都會有真實嘅例子去俾會員去學習點樣拿捏進場時機，喺進場之後後續又係點樣去處理止損啊，或者 best stop 係放喺邊一度，如果要加注嘅話又應該喺邊一度做。有好多會員都咁話，佢哋無論係閱讀每星期新鮮出爐嘅選股情報，定係去研究過去每周選股情報嘅記錄，都可以學到好多實戰交易技巧，幫助佢哋去回顧同埋反思自己當時點解會錯失呢啲嘅交易機會，日後又點樣用同樣嘅方法去捕捉未來嘅交易機會。咁你而家會有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同埋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你所獲得嘅總價值係價值每月$198，亦即係1年$2376。除此之外，你亦都會得到每周嘅交易策略，同埋每周 best setups， 價值係每月$129。咁呢個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埋每周 best setup 裏邊，你又會獲得啲咩呢？咁你每個星期係會收到我為你製作嘅影片，喺裏邊我係會詳細講解嗰個星期嘅選股情報背後嘅思維邏輯，點解我會揀嗰啲股票嘅呢？我觀察緊啲乜嘢同埋諗緊啲咩呢？務求令到你係學緊釣魚嘅方法，而唔係就咁收到一條魚。咁我會喺嗰段影片裏邊逐一打開呢啲股票嘅技術圖表，去做針對性嘅講解，因為有好多圖表嘅細節係要通過影片嘅形式先至可以解釋得到。咁呢度亦都會大幅提升你閱讀圖表嘅功力，同埋我會喺呢段影片裏邊針對性咁講解唔同嘅進場同埋離場方式，因為未來係未發生嘅，所以我會預先同你講定有乜嘢潛在可能發生嘅情況，然之後針對每一種情況發生咗之後，又應該採用乜嘢嘅進場策略，又或者我哋原有嘅策略有冇需要改變等等，呢一啲我都會事先同你講定，令到你唔會喺盤中期間因為一啲突如其來嘅市場轉變或者價格行為令到你措手不及，打亂咗你嘅部署。你更加係可以學到我係點樣思考市場。喺每個星期嘅呢段影片裏邊，你亦都同時係不斷深化緊你對多重優勢進場點呢一整套嘅交易方法嘅應用嘅。因為用未來未發生嘅 real time 真實圖表，同去用精心挑選嘅事後圖表嚟學習，完全係兩回事嚟。前者嘅學習係會更加之深刻，更加之有效，因為之後你係可以真實咁樣經歷嗰隻股票嘅後續走勢，呢個係屬於體驗式嘅學習。而你睇精心挑選嘅事後圖表嚟學習呢，嗰種學習就係理論式嘅學習。咁喺 MIT 裏邊，我係務求令到你得到最好、最深、
深刻嘅體驗式學習嘅。仲有喺呢段影片裏邊，我亦都會講解持有中嘅股票後續應該要點樣管理，並且會講解止損咗之後嘅股票嘅處理方式。所以我哋係贏錢嘅股票會講，輸錢嘅股票一樣都會講。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令你真正明白點樣去做交易操作。咁你而家已經係有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同埋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 嘅 video。你一共得到嘅總價值係每月$327，亦即係1年$3924。下一樣你會得到嘅服務係每周股市分析報告，價值係每月$99。喺呢份價值每月$99嘅每周股市分析報告裏邊，我係會同你回顧美股各大盤同港股嘅走勢，並且通過唔同嘅指標去分析市場未來嘅發展趨勢。而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可以配合大盤嘅發展可能性嚟到制定相應嘅部署。呢份每周股市分析報告係會俾到你好實用嘅市場資訊，令到你可以喺變幻莫測嘅市場及時應變，根據每周市場嘅發展去作出最佳嘅部署同應對之法。所以你而家一共係會有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 video， 同埋價值每月$99嘅每周股市分析報告。一共你收到嘅價值係每月$426，亦即係1年$5112。除此之外，你仲會喺 MIT 裏邊得到呢個非常重要嘅服務，就係我嘅即時突發信息。佢嘅價值係每個月$129。咁呢個價值每月$129嘅即時突發信息服務，你會收到咩價值呢？我係會通過我哋嘅專屬手機應用程式同埋電郵，不定期咁樣通知你一啲非常重要嘅市場情況同埋部署，目的係針對市場嘅突發情況，等你第一時間知道我當刻嘅操作策略。因為市場不時都有突發情況發生，好多時候都會令到新手或者經驗不足嘅散戶驚惶失措，唔知道點算。所以呢個即時突發信息設立嘅目的係針對市場嘅突發情況，可以等你第一時間知道我當刻嘅操作策略，從而幫助你喺市場嘅關鍵時期可以快速咁樣作出反應。可能係當時有啲市場突然出現非常好嘅交易機會，又或者市場出現咗啲信號，我哋係需要即時改變策略，例如話喂，要做好風險管理咯，等等等等，次次都唔同嘅。而請注意一點，我係唔會俾你過多嘅信息，因為今時今日嘅資訊已經泛濫，過量嘅資訊對你交易賺錢毫無益處。所以當我認為有必要通知你嘅時候，我就會發出突發信息。而如果冇嘅話，就係代表繼續按照我哋每周嘅計劃同埋部署行事。呢個嘅即時突發信息服務可以幫助你獲得即時嘅清晰度，去應對市場發生嘅種種情況。好啦，咁而家你一共獲得嘅係每月價值$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 video， 價值每月$99嘅每周股市分析報告，以及價值每月$129嘅即時突發信息。你而家一共收到嘅總價值係每月$555，亦即係每年$6660。唔單止係咁，喺 MIT 會員計劃裏邊，仲有我嘅每周直播，每星期都會為 MIT 嘅會員去提供 coaching 嘅服務。呢個每周直播 live coaching 係價值每月$297。咁呢個價值每月$297嘅每周 live coaching，你係可以每個星期同我直播互動，作為你喺股票投資及交易呢條路上面嘅 mentor。我係會解答你喺投資或者交易股票上面面對嘅種種問題同挑戰，幫助你以最短時間之內得到最快嘅提升。而呢個 live coaching 就算你出席唔到，你都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錄影，喺每次 live 結束咗之後，我哋都會將錄影 upload 上去會員平台嗰度，方便你之後隨時隨地去重溫。咁我頭先都講過，由其他人嘅問題同埋個案當中，你一樣都可以學到好多嘢，甚至有好多問題好可能你諗都冇諗過，喺不久嘅將來你亦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問題。所以我會非常邀請你出席每個星期嘅直播，而出席唔到嘅話，我亦都會強烈建議你睇翻我哋嘅直播錄影。所以你而家一共係得到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 video， 價值每月$99嘅每周股市分析，價值每月$129嘅即時突發信息，以及價值每月$297嘅每周直播 live coaching。你一共收到嘅總價值係每月$852，亦即係1年$10,224。我哋 MIT 嘅服務仲有噶，就係我會每個星期俾你一個大盤板塊方向部署嘅影片，價值係每月$129。呢個價值每月$129嘅每周大盤板塊方向部署 video， 我會分析各大盤，包括美股、港股或者值得關注嘅資本市場所出現嘅交易機會，並且分析強勢或者弱勢板塊所出現嘅交易機會，令到你喺今時今日資訊氾濫嘅市場環境當中，清晰知道自己應該聚焦喺乜嘢地方嗰度，以及我係點樣判市，點解咁樣判市，
時，我正係喺度進取出擊定係等待機會。呢啲嘅學習全部都係幫助你建立出自己嘅市場觸覺。假以時日，你就可以完全自己嚟，自己喺市場入邊判斷機會，長期咁樣做到穩定獲利。呢個就係 MIT Program 想幫助你達到嘅最終成果。咁你而家一共有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價值每月$129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s Video，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股市分析，價值每月$129美金嘅即時突發信息，價值每月$297美金嘅每周直播 Live Coaching， 以及價值每月$129美金嘅每周大盤板塊方向部署 Video。你而家一共得到嘅總價值係價值每月$981美金，亦即係每年$11,772美金。當然，如果你係識得我耐，你都知道我係習慣瘋狂咁樣付出價值，所以嚟緊我係會俾你一個 bonus。如果你今日參加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話，我仲會送埋呢一個價值每月$497美金嘅 MYT 精華速讀課程俾你。呢一個價值每月$497美金嘅 MYT 精華速讀課程，你只要今日加入 MYT 會員計劃嘅話，你就會得到。呢一個課程內容包括有沽空技巧，教你點樣去交易裂口上升嘅股票，特別中意做超短線或者 day trade 嘅 traders。如果做 day trade 嘅話，我嘅策略同埋技巧係啲乜嘢？我近年因為人生階段嘅轉變，已經好少做 day trade，但係我早年做交易嘅時候係好活躍於股票同埋期貨嘅 day trade，亦都係嗰陣時賺到唔少嘅錢，所以我亦都會將呢一部分教埋，等你都可以學多一種嘅交易技巧，仲有點樣係發掘不對稱回報與風險嘅交易機會，判斷 long edge、short edge 嘅策略，倉位規模策略係點做，保險管理策略係點做，重新建立倉位嘅策略又點做，點樣做漸進式加倉，點樣提升你嘅交易表現，交易人點樣成長以及步向穩定獲利，仲有更多。呢個 MIT 精華速讀課程我係會不定期持續更新，裏面會係喺每周直播當中，我認為值得保留落嚟嘅精華內容，又或者係一啲我特別為會員所做嘅專題內容。所以你獲得咗呢一個嘅 bonus 之後有新嘅內容你都可以免費獲得。隨住你喺 MIT 裏邊越耐，你就會見到越多之後推出嘅新嘅精華內容。所以呢一個部分係 priceless 無價嘅。咁整個 MIT 會員計劃，你一共係會收到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選股情報美股，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選股情報港股，價值每月$129美金嘅每周交易策略同每周 Best Setups Video， 價值每月$99美金嘅每周股市分析，價值每月$129美金嘅即時突發信息，價值每月$297美金嘅每周直播 Live Coaching， 價值每月$129美金嘅每周大盤板塊方向部署，以及如果你今日參加 MIT 嘅話，你仲會得到呢個限時 bonus， 就係價值每月$497美金嘅 MIT 精華速讀課程。而家你一共得到嘅總價值係每月$1478美金，亦即係一年$17,736美金。而請你原諒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係有人數限制，為咗確保我對每一位 MIT 會員指導嘅質素，我哋嘅 MIT 會員名額每年只係得300個。呢個亦都係我今年嘅目標，係想幫助300個最想成功嘅 traders。但係由於過去有好多嘅會員續會，以及最近又有一批新嘅會員加入，咁而家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開放名額淨係得翻37個。如果你一陣間報唔到名嘅話，咁就好抱歉啦。咁就代表我哋嘅會員名額已經額滿。而由於我哋嘅會員人數上限係300個，到時系統亦都會自動關閉 MIT 嘅申請通道同埋付款網頁。同時你而家睇緊嘅呢個 webinar 亦都會即時移除。一旦額滿咗嘅話，無論你之後係幾想加入 MIT， 又或者肯俾幾多錢去加入 MIT 都好，好抱歉我哋都做唔到開多一個位俾你。所以請你果斷快速咁行動。尤其係我講埋接下落嚟嘅 offer 之後，因為我相信一定會有一啲同你一樣而家睇緊呢個 webinar 嘅人，聽到我接下落嚟嘅 crazy offer 係會即刻報名。為咗幫助你冇顧慮咁樣 take action， 我係會俾你呢一個信心保證，就係呢個 7 day 嘅 money back guarantee， 7天嘅全數退款保證。呢個退款保證係咁樣嘅，如果你參加咗 MIT 之後，你發覺 MIT 係唔適合你，我係唔會浪費你嘅時間同金錢，你只需要喺購買後嘅7天之內 send 一個電郵俾我哋要求退款，我哋就會將你俾咗嘅錢全數退翻俾你，保證原銀奉還，而且 no question ask， 就係咁簡單。因為我對我嘅教學同埋服務好有信心，過去98% 以上嘅會員都係非常滿意我哋嘅服務。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咁多嘅會員去為我哋寫咁多正面嘅評價。你都冇淨係聽我講，你可以睇下以下嘅呢啲 MIT 會員，佢哋係點樣拍片高度推薦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join 咗 MIT 4個月度啦，咁我就覺得MIT 係好有用嘅。咁首先第一方面就係喺錢嗰方面啦，佢提供嘅資訊啦，都已經係喺頭一個禮拜咧幫我賺得多過要俾 MIT 嗰個錢㗎啦，基本上一年已經係多過，咁所以就我覺得係好值得啦喺錢嗰方面。第二就係嗰個知識嗰方面啦，咁就學到嘢㗎。咁阿 J Law 其實佢教你好多嘢㗎，佢實時點樣喺個股市度有啲咩發生，佢點樣做。譬
譬如個市跌佢點樣做 ，easy period 佢點樣做 ，difficult period 佢會點樣做係好有用啦。我覺得呢個。咁你睇教科書始終都冇咁唔夠實在咯。咁你睇佢點樣做咧係好緊要咯。因為始終我都唔可以成日永遠都依賴佢啊嘛，遲早我都要靠自己。咁我想睇下好值得去參加先咯。你遲啲 join 唔 join 係你嘅事咯。第三樣嘢咁就每個禮拜會有個 meeting 啦，俾你問問題。咁佢答問題都盡量答咯，我見咁都 OK。我諗好多人問佢，不過佢都有盡力去答咯。但係入邊都好多嘢學㗎。佢會有時有教學啦，有時會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啦。每個禮拜都分析佢個市係點樣行啊，都好有用㗎啦已經。咁就平時實時啦，實時嗰啲，譬如個市突然之間有啲咩事，佢都有啲信息會出嚟話俾你聽，你會點樣做，有咩方向咁樣咯。咁我都覺得好有用，好值得㗎 ，join 啦！唔單止係頭先片中嗰個會員咁講，有唔少嘅會員佢哋都話已經賺翻全部課程嘅錢有得。所以我想俾你見到嘅係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費用將會係你最好嘅投資，甚至係改變你一生嘅投資。我嘅 MYT 會員計劃帶俾你嘅總價值係每月1478蚊美金，又或者係每年17736蚊美金。呢個亦都係你最起碼得到嘅投資回報。由於市面上係充斥住大量冇實力都唔識教嘅股票導師，佢哋係收取非常之高昂嘅學費，但係佢係幫唔到人喺股票市場上面實實在在咁做出成績。而我可以好有信心咁樣講，我嘅 MYT 會員計劃係市面上唯一一個 program 係聚焦於你嘅真實財富增長，幫助你去建立同埋發展出一套你自己最得心應手嘅交易策略同程序，從而令你嘅 equity curve 係可以長期保持穩步向上，而唔係好似參加咗出邊好多課程之後冇成績，不斷贏完又輸，到咗某個時間點套方法就唔 work， 令你嘅財富出現咗 big drawdown， 一直都增長唔到。所以我想俾你一個無可抗拒嘅 offer， 令到你諗都唔使諗，可以用最低嘅價錢去加入 MYT。只要你 commit 成為一個長期 profitable 嘅 trader， 你唔需要俾每個月1478蚊美金，或者一年17736蚊美金加入 MYT。我今日係會俾一個 discount 你加入 MYT。呢個 discount 唔係20% discount， 唔係50% discount， 而係80% discount。換言之，你今日只係需要每個月投資297蚊美金，你就可以加入 Master Your Trade 成為 MYT 會員。唔單止係咁樣，根據我哋過去嘅教學經驗，我哋見證住嗰啲成績最顯著嘅 MYT members 都係加入咗 MYT 1年或以上。呢啲嘅會員亦都係最大機會可以成為全職交易人。咁好容易理解，因為佢哋嘅 commitment 更大，持續學習嘅時間更加長。所以我為咗鼓勵你去俾自己一個更加大嘅 commitment， 從而得到最大嘅改變，同埋做出最好嘅成績。如果你今日購買 MYT 1年會籍嘅話，我會額外再俾多個 discount 你，呢個價錢仲要低於每月297蚊美金，你會再額外得到66折嘅優惠，即係再節省1176蚊美金。換言之，你只需要平均每月199蚊美金，就可以獲得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1年會籍。如果你想而家就把握呢個 crazy offer 嘅話，請你而家就撳下面或者附近嗰粒報名掣去報名。我哋嘅會員名額目前只係得翻37個，一旦額滿嘅話就再報唔到名，而且呢個 webinar 亦都會即時消失。每個月投資199蚊美金喺自己身上係一個咩概念呢？如果除翻開一個月30日嘅話，你每日只係需要投資6個5毫4美金喺自己身上，折翻大約係港幣50蚊。呢個係相當值得、相當有價值嘅投資。今時今日50蚊港幣可以買到啲乜嘢？一杯 Starbucks 嘅凍咖啡，一個麥當勞嘅超值套餐，一罐340 gram 嘅低脂午餐肉。但係呢啲嘢可以帶俾你長遠嘅人生乜嘢嘅改變呢？你食完飲完屙咗就冇啦？定係你想將呢50蚊每日投資喺自己身上，投資喺自己嘅大腦，提升自己嘅股票交易水平，好似呢一個 MYT 會員咁樣，獲得長期喺股票市場上面賺錢嘅能力。咁如果有得俾你揀嘅話，你係想每日50蚊消費喺啲無謂嘢上面，定係將每日50蚊投資喺自己身上，然後喺股票市場上面做長期嘅贏家呢？呢個選擇權喺你手上面，而我希望你今日係可以做出一個明智嘅選擇。唔好忘記喺我哋身處緊嘅通脹年代，今日嘅50蚊仲可以買到一個麥當勞餐，但係5年後、10年後就未必得啦。如果你今日係將你啲錢不斷去消費，而唔係不斷去投資嘅話，我幾肯定你嘅財富只會不斷縮水。未來嘅港幣50蚊都唔知可以買到啲乜嘢。而我有一個更加壞嘅消息俾你，就係如果你盲目去投資而唔識投資嘅話，你嘅身家會縮水得更加快。因為你喺股票市場上面輸錢閒閒地就係10萬8萬，取決於你嘅身家。如果身家多啲嘅，就可能閒閒地輸幾十萬幾百萬。你身邊有冇啲咁嘅人啊？你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所以你要投資之前，必先要投資自己，確保自己係有系統咁投資，做好風險管理，識得點樣避免 drawdown， 以及識得點樣去 growth 你嘅 equity curve。因為股神巴菲特佢都咁講，你最應該嘅投資係先投資自己，因為佢嘅回報率係最高嘅。佢嘅投資戒律第一條就係唔好輸錢，而第
二條就係唔好忘記第一條。簡單嚟講，都係唔好輸錢。其實佢嘅意思係唔好輸咗你嘅本金。如果你係唔肯投資喺自己身上去學投資嘅話，我幾肯定你會連第一戒律都做唔到。因為我見過太多嘅交易人係輸咗佢哋好多本金之後先至嚟揾我，源於佢哋係冇學到方法，或者一直用緊錯嘅方法，又或者一路以為自己識，但係唔識嘅嘢原來更加多。而更加多嘅係喺投資及交易呢條路上面，好多人都缺乏咗同樣喺呢條路上面失敗過而又成功過嘅 mentor 去引導。而今日你唔同，因為好消息係你只係需要願意每日投資50蚊喺自己身上，你就可以得到我未來1年嘅引導。呢一筆交易值唔值啦？試諗下，你只係需要1年或者幾年嘅全力以赴，就有機會換取一生嘅自由。我想問你呢筆交易值唔值呢？我相信你心裏邊係有答案。如果你心裏邊都認同呢一筆交易係值得嘅話，咁就唔好等啦，立即撳下面或者附近嘅報名掣，選購你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會員名額剩翻最後37個，一旦額滿嘅話就再報唔到名。呢一個 webinar 亦都會即時消失，你將會有3分鐘嘅報名時間。喺呢3分鐘報完名之後，千祈唔好走，因為接下落嚟仲有一 part bonus 係好重要嘅，可以話係今日呢個 Master Class 嘅精華中嘅精華。而家就先把握最後嘅機會，立即撳下邊或者附近嗰粒掣，選購你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3分鐘後見。好，歡迎你翻到嚟我哋今日嘅 Master Class。接下落嚟我就會分享第4個秘技，呢個部分我相信係今日嘅精華當中嘅精華，因為我係會分享俾你知我係點樣通過投資及交易做到財務自由。但係請你注意，個重點根本就唔係喺我身上，因為其他人無論有咩成就都好，都只係其他人嘅事情，最關鍵嗰個都係你自己。所以我係將我點樣通過投資及交易做到財務自由嘅整套思維同埋策略，係總結成為一套通用嘅方法。就算你
你今日係新手，或者你今日係資本唔多，又或者你有一份困身嘅全職工作或者生意都好，我嘅思維策略同埋方法都可以係俾你複製，令到你今日無論你嘅起步點喺邊一度，一樣都可以複製呢個成功方法，令到你一步一步咁樣做出成績。咁我想先講下一啲關於自己嘅小故事俾你聽。坦白講，過去係有唔少人係覺得我有唔錯嘅家底啦，或者有好好嘅人脈同埋資源，令到我可以倚仗呢啲嘅優勢去做到財務上嘅成功。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嘅故事並唔係咁樣嘅。喺細個嘅時候，我係住喺唐樓嘅板間房裏邊。由於當時候係冇照片記錄，所以呢一張係我喺網上面揾出嚟嘅示意圖。而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當時候嘅居住環境係仲差過呢一度。千祈唔好以為我哋一家幾口就係住喺呢個單位。呢一種咁樣嘅單位係有幾家人一齊住。而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哋一家幾口就係住喺其中一個房。呢一個就係我嘅童年啦。當時候雖然係好窮啦，而不過我嘅童年係過得好開心。去到我慢慢大咗之後，我嘅家庭環境有所改善，因為我哋終於輪到公屋啦。嗰陣我由一家人住一隻房仔，去到一家人可以住一個200幾尺嘅單位，已經算係大幅改善咗生活質素。所以我想俾你見到嘅係，我嘅出身係非常之平凡，父母嘅工作都係基層嘅工作，所以我過去都係冇家底、冇人脈、冇經驗。但係呢，我自細係深信一樣嘢，就係有啲嘢你冇嘅話，咪自己創造出嚟咯。冇錢咪去揾錢咯，唔識得點樣去揾咪學咯，跑得唔夠人哋快咪去付出多啲，練習多啲咯。又或者虛心咁去問下跑得快嗰啲人嘅秘訣係乜嘢，學咗之後練習多啲，付出多啲，就算最後都係跑得冇人哋咁快，但係一定快過以前嘅自己。你想要啲乜嘢嘅結果，就要先改變你嘅思維，提升你嘅思維，因為你嘅思維係會影響你嘅行為。你有乜嘢思維就會有咩行為，有乜嘢行為就會有咩結果。如果你要創造更加好嘅結果嘅話，你就必須要有更加高版本嘅思維，然之後你先至會有更加高版本嘅行為嚟到去做咗出嚟，從而創造更加好嘅結果。所以我自小就不斷學習賺錢嘅方法。後來我知道股票投資交易係最快嘅賺錢方法，因為可以令到錢幫你揾錢，複式增長嘅速度一定快過你打工賺錢嘅速度。所以我中學時期就已經開始買賣股票，經過多年嘅學習，無數次嘅失敗，然後繼續堅持唔放棄，總結咗經驗教訓之後又再嚟過，但係又再失敗過，但係我依然都唔放棄，繼續總結經驗、鑽研同埋學習，最後我係總結出一套方法，令到我嘅財富起飛。亦都係一陣間即將分享俾你嘅一整套策略同埋方法，令到我係通過投資及交易可以做到財務自由。由過去板間房、公屋家庭，去到今日我嘅資產累積達9位數字，住喺低密度嘅獨立屋苑，可以話唔會再有財務上嘅壓力，亦都享有絕對嘅時間自由。不過請你明白，我咁樣講並唔係想向你炫耀我嘅財富，我亦都奉勸你千祈唔好有仇富嘅心態。如果你係 follow 得我耐嘅話，我從來都唔會炫耀啲跑車啊、豪宅啊、奢侈品啊等等呢啲嘢。我自己個人都唔買名牌嘢嘅。講真，如果我淨係得自己一個人生活嘅話，我只係需要租一個200尺嘅辦公室，有一張台，有幾部電腦，有間房，有張床，方便我起身之後就去做股票研究同埋交易，咁就夠噶啦。一日3餐我都好簡單。但因為我而家係有家庭，亦都有2個好可愛嘅女，我係為咗屋企人可以有更加好嘅生活質素，同埋2個女有更加好嘅成長環境，我今時今日先至住喺呢一度。所以我想俾你見到嘅重點係啲乜嘢呢？我係希望藉此可以鼓勵你，千祈唔好俾你而家擁有嘅嘢限制咗你自己。你而家身處嘅處境，你而家擁有緊嘅資源、人脈、家底、財富，甚至乎你嘅經驗，都只係會將你帶到嚟而家嘅位置，以及令到你而家呢個位置未來繼續延續，係唔會影響你嘅未來。你嘅未來仍然係有無限嘅可能性。如果你想你嘅未來同而家差唔多嘅話，你唔使做任何嘢，你可以繼續留喺舒適圈裏邊。因為你只要原地踏步嘅話，10年後、20年後都應該同而家差唔多。但係如果你想有一個不一樣嘅未來，你想5年後、10年後係比而家更加精彩，甚至精彩10倍、100倍嘅話，由而家呢刻開始提升你嘅思維啦，咁你就可以創造更加好嘅將來。咁我而家就會同你分享喺股票市場上面做到財務自由嘅方法。整套嘅方法嘅關鍵係由3個圓圈組成，呢3個圓圈缺一不可嘅。淨係做到一個圓圈入邊嘅嘢唔會令到你成功，你必須要3個圓圈都做齊晒，並且做得好，咁啲錢就會喺呢一度嚟噶啦。冇錯，就係呢3個圓圈交匯嘅呢一點。呢個亦都反映咗只有一小撮人最終係可以通過股票投資及交易做到財務自由。首先我哋講第一個圓圈，你必須要有一套交易程序及策略。呢一套嘅交易程序及策略係必須要以規則為基礎。呢一套嘅規則必須要驗證過係有效嘅，具重複性嘅，即係話可以俾你不斷重複執行，具連貫及一致性嘅，即係話當中唔可以有漏洞，亦都唔可以互相矛盾。咁我嘅交易程序就包括我只係會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先至會入場做交易。呢個特定嘅情況就係多重優勢交易位置。當我要見到有好多種優勢企喺我嗰邊嘅時候，我先至會入場。有優勢就做，冇優勢就唔好做。另外我會有我嘅入場策略，根據唔同嘅市況制定唔同嘅進場策略。有一啲市況我會做突破交易，但有啲
啲市況唔適合做突破交易嘅時候，我就會做拉回交易。我亦都會判斷當前市況係適合做買入定係沽空。有時我會淨係做長倉，有時我會淨係做短倉，有時我長倉短倉都會一齊做，取決於當時候大盤狀況同埋板塊嘅狀況。另外我亦都有離場策略，包括我係清楚知道幾時獲利以及幾時止損。咁好多人輸錢嘅弊病喺邊度呢？就係第一，唔係喺多重優勢交易位置嗰度交易啦，佢哋唔係喺關鍵嘅位置先至做嘢。咁當佢係隨機交易嘅時候，佢哋嘅成績都係好 random 嘅，贏下又輸下，輸下又贏下。而呢班人往往佢哋都會過度交易，即係 over trade， 結果大幅增加咗失誤嘅次數，以及大大增加咗手續費，跟住個虧損就會越積越多噶啦。另外好多人亦都冇清晰嘅進場同埋離場策略嘅，喺市況唔應該做突破嘅時候去做突破交易，或者喺個市況唔適合做 pullback 嘅時候就去做拉回交易。咁呢啲冇按照現實情況嚟到制定進場策略嘅交易人呢，往往都唔係順住個趨勢去行，咁逆趨勢多數都冇乜好下場，而且佢哋亦都冇好嘅離場策略嘅，啲股票贏咗唔知幾時走，結果啲獲利消失晒，佢哋先至如夢初醒，或者輸嘅時候又唔肯止蝕，因為入場嗰刻佢哋根本就冇制定過止損位，從而導致個虧損就越積越大，越輸得多就越唔肯止損。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講下第二個圓圈，呢個圓圈就係風險管理。喺股票市場唔識做風險管理或者唔做風險管理嘅話，就等於揸住一部冇 brake 嘅跑車，最終個結局都係慘烈嘅。咁風險管理係包括咩呢？第一就係總資本風險，即係話你拎出嚟做股票投資交易嘅嗰筆錢係佔你成副身家嘅幾多 percent。如果你拎出嚟做投資嘅呢筆錢係等於你成副身家嘅話呢，咁你好容易破產。所以我成日都建議新手最多只係可以拎成副身家嘅5至10% 出嚟投資，因為當你未建立起自己嘅交易程序，呢一啲嘅策略你係未純熟，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係難以做到長期贏錢。咁你喺學習階段，你嘅焦點其實應該係放喺學習同埋經驗累積上面，賺錢只係其次，更加重要係學識點樣唔輸。所以新手最多只係可以拎5至10% of 你成個身家出嚟去投資，去到你做到2-3年或者3年嘅穩定賺錢 track record 之後，你要見住你長期做到有正回報嘅時候，先至好去考慮加大你做股票嘅本金。如果你10萬蚊都炒唔掂嘅話，俾100萬你、1000萬你一樣都炒唔掂。但係如果你10萬蚊都做得掂嘅話呢，就代表你嘅交易程序同埋策略係有效，你嘅技巧亦都純熟，風險管理亦都做得好，並且係擁有正確嘅判斷力同埋心態。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先至好增加你總資本風險。第二個要管理嘅風險就係每筆交易風險，亦即係話你每筆交易最多可承受嘅風險係幾多？萬一你呢筆交易係做錯嘅話，對你嘅交易賬戶打擊有幾大？咁如果你記得我哋喺第一個秘技裏邊呢， B 君係設定佢每筆交易最多承受嘅風險係1%，而最終佢嘅成績係大幅跑贏 A 君。所以由此可見，管理每筆交易最大可承受風險個重要性有幾大？又攞翻 B 君個例子，佢除咗有管理每筆交易風險之外，佢亦都有管理總交易風險。記唔記得 B 君嘅交易賬戶佢嘅總交易風險係4%，即係話如果佢全部交易係錯嘅話，最多只係可以令到佢整個賬戶虧損4%。咁而事實上有好多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呢，佢哋做所謂嘅風險管理呢，就冇做到呢啲嘅，一係就拎太多錢出嚟去炒股票或者投資股票，一係就每筆交易風險過大，容許單一交易係令到佢賬戶輸5%、10%。唔止係咁樣添，佢哋通常係買好多隻股票，咁每隻股票都令到佢賬戶輸10%嘅話呢，咁只係幾隻股票就可以令到佢成個賬戶係輸幾10%嘅啦。好啦，第三個圓圈係咩呢？就係交易心理，千祈唔好忽略交易心理，因為記唔記得我頭先講過，你嘅行為同埋成績只係會被一樣嘢影響，就係你嘅思維。同樣地，你夠唔夠膽去做交易，執唔執行到離場策略，包括獲利離場策略以及止損離場策略，一切都係取決於你嘅交易心理。第一個部分就係取決於你嘅信心，你對你嘅交易程序同埋策略有冇信心呢？你對你嘅風險管理有冇信心呢？試諗下，如果你係冇信心嘅話，有再好嘅多重優勢交易位置，再好嘅風險管理策略，你都唔夠膽做嗰筆交易嘅話，咁你又點贏到錢呢？咁樣做股票有咩意思呢？第二就係紀律啦，你嘅交易紀律呢，就係完全影響你見到交易機會嘅時候會唔會執行啦，錯嘅時候會唔會認錯啦，同埋能唔能夠做好風險管理啦？會唔會突然之間貪婪令到每一筆交易承受過大嘅風險啦？或者打破咗自己嘅原則，拎咗過多嘅錢出嚟投資股票啦？又或者為咗想賺多啲，冒一個更加大嘅總交易風險，買多幾隻股票啦？所以你嘅交易心理、心態、紀律係同時影響緊你嘅技巧，以及你嘅執行力，能否有效咁樣執行你嘅交易程序同埋策略，以及你嘅風險管理嘅規條。咁所以當你能夠可以 master 到呢3個圓圈裏邊嘅所有嘅範疇嘅時候呢，你就會開始成為一個 consistent 嘅 profitable 嘅 trader，做到長期穩定咁樣喺股票市場上面獲利。
咁但係都要同你講一個現實嘅，就係要做到我以上所講嘅全部嘢，整個嘅過程係遠遠難過就咁畫3個圓圈出嚟。咁呢3個圓圈畫出嚟就梗係好容易啦，我講出嚟都好容易，聽上去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簡單唔代表容易，喺真實嘅投資市場裏邊，佢係只有一小撮嘅投資者同埋交易人係可以做得到。而點解我哋好多嘅 MIT 會員都可以獲得好好嘅成績呢？個原因係我每個星期都持續咁樣指導同埋引導佢哋做到我以上所講嘅所有嘢。好多人學咗好多嘢，點解做唔到成績呢？好可能就係因為佢哋缺少咗一個曾經喺呢條路上面失敗過，而又最終可以成功過，同時又識得點樣去教、點樣去引導嘅 mentor 或者 coach。喺個過程當中，可能有啲嘢學咗唔記得，可能自己一時諗唔通、諗唔明，又或者可能爭緊啲信心，更加可能係佢唔知道一啲自己唔知道嘅嘢，犯下咗一啲投資盲點。但如果喺個過程當中，有人不斷咁樣提點你，行錯咗路嘅時候，將你拉翻嚟正確嘅路上面，自然就可以更加容易、更加快咁樣成功。有冇一個奧運金牌係可以冇教練可以獲得金牌？有冇世界頂尖嘅球隊係冇一個教練引導？所以如果你想更快、更容易可以做到 master your trade 嘅話，我會誠意邀請你去把握今日呢個難得嘅限時機會。好可能你1年後、幾年後，你會好多謝今日嘅自己做出咗呢一個重要嘅投資決定。而且我哋係有7天嘅退款保證。你今日加入咗之後，如果發覺唔適合嘅話，喺7天之內 send 一個電郵俾我哋，你就可以獲得無條件退款，對你完全冇損失。今日報名嘅話，你仲可以獲得 MIT 精華速讀課程呢一個嘅 bonus， 已經價值497蚊美金。所以而家就即刻行動，撳下邊或者呢度附近嘅嗰粒報名掣，喺入面選購你嘅 MIT 會員計劃。如果你已經報咗名，我喺呢度首先恭喜你，你為你自己更加好嘅未來做出咗一個好明智嘅投資決定。我哋喺 MIT 入邊見。